易经正式下经第11册4传要旨系辞传，总数4传要旨，宗主附注，4传原本，错误甚多，前后倒置，虽有系辞上下之分，实皆混乱不成章节，即说卦传前数段，亦属系辞中所托出者，均应校正。夫子当年赞亦有10义之称，今所存者，系辞说卦、序卦、杂卦4者而已。后人以文言彖象义奏成10义之数，实未当也。考夫子原来授门弟子者，即以系辞为重，而在系辞中约分10章，此10义称名由来，说序杂传，不在其内。以说卦者，原本下商各义之宜，说明八卦之象，非夫子所作。序卦者，则系周公本文王之意，明周易之序，亦非夫子所作。至杂卦传，则夫子变文王之序，参连龟之规，更创一例以推阐卦爻之用，广大易道之理，以与夏商之志、周代之文，合而成卦序，故命曰杂卦。言参杂各义而别为一序，则夫子之意也。原亦有彖象之辞，变动之力，以情火所毁，汉之如诗，仅存其序而已。商渠授义，原包各种卦序，后分传各家，如今废诸事，或招其数，或演其数，或谈其理，或者其战，所授不同，所说异义。此义自秦后存者，已非其全，而信周易犹或保留，大致不谬，则以卜筮所重，史官所存，不肯废也。而所谓10义，以为儒家文章，亦与他经同遭蹂躏，故残缺不免，错讹颇多。此系辞前后颠倒，虽后人欲为正之，亦苦无所效堪也。今夫子亲临政事，自可一一改正，虽限于10日，不得详为卜筮，总当顺其次序，理其纷乱，使各为章节，以便视之读者，人不失赞义之出至也。宗主书述1，上次所讲4传中之上下系辞，原有章节，系夫子阐明意义，发挥卦象辞中之精韵者，所谓赞义及此系辞，而前后多讹托错乱，非复当时原本。以章节言，亦有不足原数，不读文句颠倒遗脱矣也。大概内分纲要、是名、是义、是用、是道、是术、是辞、是神、是化、是例，各章。以文中有子曰者，谓夫子之语；门弟子所录者，有谓家子曰者，则夫子所述前代之言；一门弟子所传者，其意原无异志，不必过直孰谓夫子之文，孰谓前人所授也。纲要者，皆其大体；分事者，明其专科。亦教包举一切文化，有经义之才，有使臣之事，有天人之道，有民物之情，有数理之谈，有神明之论，有卜筮之例，有吉凶之战。此系辞所分，而易经之传也。称系辞者，谓言谓文章，有近于卦爻之辞，而别于卜筮之用，故曰系辞。以复系于辞，而非义之辞，又不得不引义以相贯通焉。如义中彖辞、象辞、爻辞，辞也，而有文言，亦类于辞，以其为文之发挥，言之推扩，
故曰文言，非异于辞，而有别于辞。系辞亦如之，而又别于文言。谓文言者，专言一卦一交，而系辞则统一全意全部，盖会通其意，贯穿其用，非系辞不能治之。上或下者，后人所分，以文过长，则别为一卷，并非上部是上经，下部是下经也。故上下之分，无关大体。况其文以混乱，其辞以重复者乎？故正事实，须一二辩证之。虽脱者难补，而错者可释，讹者宜更，而明者仍存。此正事之大旨也。前后章节，无妨少异，断续词句，或可相通，但提其往，撮其要，无分其例，乱其序，即可矣。原本亦有以谓之章节者，而多本于以义，被夫贯通，则不采取。精要者列于前，详尽者次于后，数读者易解，而传之可久。斯与易卦之讲义有不同矣。卦爻定于其序，文辞务其其名。此系辞与说序各传，各有其用，而不与卦爻文言之辞相称矣。四传和序说杂卦言，有如易经之序或拔，而杂卦传，应另为一义，以其次序异于周易也。连山归藏之与周易，亦以卦序别之。连山下易也。首艮，艮为人卦，于时未寅，人道见寅，未岁时之正者。夫子曰行夏之时，又曰无说夏礼，岂不足真也？无的夏时焉，归藏阴易也。首坤，坤为地卦，的先于天，于时当丑，地道见丑，未岁时之冬，冬者中也，中则有始，此因亦反本之旨，原始反中，亦中故有之意。夫子曰：吾说阴礼，宋不足真也。吾的坤前焉，而周易则守前，干先坤后，天尊的卑之象也。于时当子，干为天卦，天道在子。11月冬至之节，一阳来复，复则归还于前。干者干替之意，周之敬天，乃以前为首，而离卦亦应之。子曰：周兼于二代，郁乎文哉？吾从周。是夫子于三义，皆有所取，取其同而通其义，此杂卦序所由定也。只乎其辞不详，其用不着，人或乎焉。然义道无穷，变化莫测。有此杂卦，足证明之。夏商之意，以成成机；周孔之意，方待变迁。是有圣人，必更推而广之，传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谓也。至于正式次序校正文章，人呆夫子自讲。宗主书数二，前所述四传之意，大致各有专旨。说卦传者，说明卦象，以各卦取象，各有其道。卦者卦也，玄也，玄卦一物，以示其所类耳。卦之为象故一，而所包之类十众，即说卦传所举，亦不过10之1、2而已。在他意，亦有列举，较此所述者多出几倍，而于卦之所象，犹未尽也。盖天下谓物无量，谓事无穷，为利既繁，谓变更惑，绝不可一一举之于书，亦不能个个述之至尽。
以世代有筋骨，地域有远近，民物有转移，风俗有同异，推之无数，数之难穷，则推举其有者，是其要焉。人所不知，物所易见，行所可及，事所可推者，则先列为其象。象同而物殊，列少而类广，此说卦传之大范也。Snuggle 衣物芳香豆，用香气带来好运气，质感淡香100天。这次的花莲长镇震出了红单危机，还有都更的迫切需求，包含了围绕都更啊，还有防灾型的都更，再都迫在眉睫。前内政部长李鸿源特别针对了双北跟台南提出示警，他看到了什么样的讯息？你不能做到一坪换一坪，谁要跟你都更？但问题是，如果这个观念不改，都更你要怎么推？我会来告诉我们。还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逻辑：，今天我都更了，房价推上去了，我不是更买不起房了吗？好，就像刚才方信的观众朋友，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跟你我都相关，特别是想买房子或者是还没房子的人，大家要注意听啊！围绕要都更一坪换一坪，观众朋友，基本上呢，如果能做到。如果房价也能够跟上去以后，你一坪换一坪以后都更，即使要3年、5年甚至更久，大部分的民众可能是愿意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一坪换一坪其实有它的难度。来，先跟观众朋友讲说，到底有多少人可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不查不知道，听了又吓一跳啊！全台湾50年屋龄多达100万户，50年多要赶快，我给你多少多少会？是，所以跟我一起出现在台湾的这个房子，居然有。100万户，111万户啦，多少人住在这里呀？100万户，100万户，你说一户就住一个人吗？那一户有的人住3个人，住4个人，甚至有400-500万人住在50年以上的房子。所以一旦如果发生地震，台北已经300年没有大地震，最近几次921在南投，这一次的地震在花莲都是规模7.2、7.3。但如果在台北发生呢？好，来，就像给我再讲一个，讲完你会有一点全身啊，kick 不回，不用到规模7.2，因为土壤异化的地方，有人跟我讲说，只要规模到6.2，差规模1，就会正成规模7.2的感觉。所以土壤异化的台北就要特别危险了。所以呢，你要知道哦，来导播看一下南机场现在目前这个状况，这是现况。这是这一次花莲地震以后的现况，贴了红单又转为黄单，很多人说我不敢回去，怎么办呢？必须解决，就这么简单嘛。林林健康检查出来有一个肿瘤，你就要割掉它啦。那现在台北市政府蒋万市长讲说，好，那我现在蒋市长说全力推动南机场都更，是马上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你今天推南机场都更，那你以为南机场里面的人都同意吗？不，等一下，对一个土安那个不同意哦，我告诉你，还真有人不同意，有很多人同意，也有住户不同意。那这么危险，你要继续住，因为你今天如果我现在同意都更了，我没有钱拿出来付都更以后的它整个的防备啊，你不知道吗？观众朋友来，南机场都更，我举一个例子哈，如果你今天在南机场住一个房子，你是25坪，对，那你在换屋之后，你还要维持，不然我说实在的，你25坪都更完以后，我住13坪，我那多少人？我可能一家有4口啊，可能有3口啊，之后都更完以后，好棒哦，新房子剩13坪、15坪，我住不下，那我一定至少25嘛，因为一般都是这种状况，你哪起这类处标几公里有家里狼嘛，对。但是如果你在南机场这一次的状况的话，你要维持同样坪数，至少要多付500万元，这很公道啊！你房子变新了啊，对，就像哥讲的，这叫公道。但是问题是，我的铁狗狗爸爸呢？我手上没有这个钱啊。第二个，有的年纪大的长辈，他觉得说，哎呀，我不想再动了。请问都更这段期间，这5年、10年，我是不是得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我已经多少管欧白照，这样观众朋友懂了吧？2个问题，第一个是我可能要多拿钱，第二个是中间这个都更的期间我要去哪里？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就会产生有人反对都更。台北市政府立刻推出一个方案，500万元，对不对？要多钱，对不对？没关系，我们用这个房屋利息直接帮你出的方式，请你参加都更。所以就正在这里哈。今天如果说你要进行都更，大家就会去问说过程要多少，钱要多少，可不可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关键的，1坪换1坪，50坪的房子可不可以之后都更？就算是3年5年之后搬出去就 OK， 回来我能不能一样的坪数？这就是目前都更能否推动的最大关键。好，这个就会变成了。
保命重要还是保财重要？今天我们从地震一路谈到都更，当然是保命重要啊。以前大概30年前台北市它可能一坪的房子可能20万、30万，现在基本上我讲的20万、30万你找不到了，都80万、90万，对不对？所以呢，你以前买20万，现在变80万，所以房价涨了嘛，对不对？那房价涨了以后，你看一坪换一坪，但这样子涨了好几倍，对不对？所以呢，通常是要钱，可是有些地方是不用钱的。黄金地段像敦化南北路，它可能真的可以做到一坪换一坪，40坪的50年老房子，都更完以后真的给你40坪，为什么？因为房价很高，所以 OK， 你不用再另外花钱给建商盖，还有它的容积率跟遮蔽率等等的问题，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好，军长哥为了购买哈，所以你一个台北市这么多行政区，每一个地方的房价都一样吗？不一样啊，高高低低行政区各不相同。所以呢，你要一坪换一坪，除非你是高房价。万华是整个台北市相对房价没有那么强势的地方，是，所以万华它的都更就慢，因为它案子过不去，很多都要另外再给钱，我不要钱了，对不对？这样就懂了，我付不出钱了，所以你看到哈，万华在这个50年以上老房子有1.6万户，可是它核定要进行都更的房子呢，在台北市所有的行政区当中，只有31件是最少的。那房价比较高的大安区跟中山区，它的都更的件数就特别多，对，因为它真的可以做到一坪换一坪。那以前台北市长叫郝龙斌，他所推出的就是都更一坪换一坪，是。那所以大家都习惯了，所以台北市民都说我要求要都更一坪换一坪。结果到了万华的时候，一坪没有办法换一坪，50可能变对38，那或者是你要50换50，那你就要多花钱拿500万拿1000万出来，我多厉害的我要挂在腿型，所以呢就卡关了。这是现在目前大家所了解到都更为什么会因为一坪换一坪而卡住的最大原因。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或者我讲它后遗症，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大？你都更这个房子整个 renew 了之后，在那个地方房价的撑上去了，这件事情到底对这个区域是好还是不好？想买房的不是更买不起了吗？现在是这样哈，因为不管有没有都更，因为都更是老围，所以要都更，要重新对不对？要把它 refresh 嘛哈。但是就算没有都更，房价一直往上涨，并不是都更造成的。可是都更的过程当中，你已经面对房价的问题了，20万变80万变100万，所以很多是这样哈，就像个很多是都更之后，他根本就住不回来。也有这种状况哎，本来在台北市，就一都更以后，那个我上不去，我反而搬去新北市，因为新北市的房价更低一层。可是呢，现在整个蛋黄区正在扩大。从以前的什么大安区、中山区哈，对，那现在变成是整个台北市，之后还要到新北市，以后变成是桃园才是蛋白啊，是一直在往外扩。所以我说，观众朋友很担心，说房价一直涨，让大家对于这个都更的这个困难度要更提高。可是都更你必须要去进行，因为没有一个已经50年、60年、70年的房子，它还没有出现问题，所以要用都更正常化。所以今天跟大家谈这些话题哈，房价现在越来越高，但是都更一坪换一坪无法确实做到。考量你有没有钱补上去，考量你有没有办法一坪换一坪，因为俊强哥现在的房子，它的那个所谓公设比都那么高，对，30几%，所以50坪的房子你要一样维持50坪，你之后必须大概是80坪才有50坪，这就是一坪换一坪最大的关键。观众朋友，这起强震之后震出了都更的迫切性。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是前内政部长李鸿源部长，欢迎部长来。你好，大家好。部长来跟我们讲讲看，在这个强震之后呢，你不断的提出中部，你直接就说台湾要盯住这3都，人非常的多，密集的居住在这里，为什么你会为这3个地方提出警示？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到了这张图，叫做全台湾的灾害显示图。这个灾害包括淹水、坡地灾害，包括土石流。这我只秀北台湾给大家看而已，事实上全台湾都看好了，都做好了。我在2013年拿到这张图，我愣了一下。你要不要公告？你敢不敢公告？你用哪一条法来公告？我最后选择不主动公告。但是把它交给了地方政府，告诉所有的地方政府，你根据你的坡地灾害，你要重新检讨你的土地利用，你要修改你的区域计划跟都市计划。未来台湾土地使用标的是根据你不同的灾害等级，政府要定出一个20年的目标，把坐落在危险地方的人把它搬出去，把坐落在危险地方的基础建设把它给搬出去，这个才叫前瞻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了第一个动作，但是我告诉各位，我离开以后呢，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有人要做了。为什么？你们对台湾地方的政治
如乾坤合则有太于否。地方议会的议员50%的背景跟土地开发有关系。你觉得这样一个政策在地方议会会被通过吗？皆太否之属也。我就要求营建署1个月，皆既未既之属也。被推，天下事务，莫不在意中。义本举天下之权，向天下之务。该天下之事，勿少遗漏，则有名有其者，何非易卦所包之象哉？此说卦传所不及载，而可由此推至无尽也。地之人生，心灵甚海，此道家所定之象也。凡心之属皆灵，凡肾之属皆痰，而五脏六腑、精神气血、皮骨筋肌，何亦非身上之物？则何非易卦所象哉？把土壤，台湾的土壤液化显示器给我套叠出来，他们1个月就套叠出来了。台湾哪3个地方最危险？台北、新北、台南。台北在哪里？皆关乎行政区就不念了，不吓你们了。问题就是那个粉红色地区，那一个地区，其有说卦传未尽者，则可由序卦传中推之。序卦传所示者，200-300万人住在那。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6.2级地震要倒4000栋，可是我也不能吓大家，我要怎么办？我那时候就开始思考2个字叫都更，都市更新。可是都市更新给人家的诟病是什么？暴力，钱都被建商赚走了。所以我推的都更叫做防灾型的都市更新。这是什么意思？以卦用相反，更招地善之情。政府亲自操作。故卦在对政府是最大的开发商，这个赚的钱大部分在政府的口袋，我才有钱来去处理这些事。你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譬如说这个南机场很不幸的，这一次就真的变成灾区了。昨天才开始都更公听会。这张图我在2014年做的，这么久，2014年，那这10年来10年前了。好，我那时候想，好，防灾型都更钱在哪里？可是问题是你都更你的地在哪里？我就打谁的主意呢？国防部。国军裁掉1半了，这个都会区的营舍全部空出来了。所以我在台北，那时候我在台北推了5个防灾型都更。看上一块地在哪里？叫做国军军事保养场，台北医学大学的正对面，在101旁边。是，哇，离台北很近呢，9公顷。旁边是什么？吴兴街那一批50-60年的老公寓了。我用房子跟国防部换土地，这叫合建。所以我只花了一笔钱，就是第一批的营造经费是我出的。我们住宅基金有400亿，我觉得出得起。还有更妙的是，你们知道哈，我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我在101旁边的豪宅，1坪卖多少钱？给你猜？多少钱？86万。我86万打平，隔壁卖200万。请问你？当政府手上有5个这样的大建案，房价是我说了算还是建商说了算？政府说了算。房价我说了算。好，那部长我就问你讲到了一个重点，但现在大部分是我个建商要画帕拉看，我来是关注户，我心来行为是1坪换1坪，我就不爱给你都跟，怎么办？为了这件事情我们都不是随便讲的，我们同事很可怜的，他要把那附近这一个圈，我记得那一个圈大概3公里吧，里面到底是有电梯的、没有电梯的，1楼、中古的、豪宅，每一层楼到底都值多少钱？其实我们都把它分析的非常清楚，所以它不是简单的1坪换1坪，因为每一层楼事实上它的价值、商业价值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1坪换1坪，1坪换1坪，1楼绝对不干了。1楼它是店面，它干嘛跟你换？但是1楼我们可以给它更多的坪数，这个因为它有商业价值。其实最困难的是什么？最困难是顶楼，因为顶楼基本上在台北的老房子，顶楼都是违建，对。可是问题是你既然是违建，我政府不可能给你多的 bonus， 因为在法律上讲不过去。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会把所有东西都卡住，所以我会建议，当一个市政府，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市政府都讲我们要做防灾型都更，第一件事情，
非常专业。你要把所有东西都要分析得清清楚楚。第一个，第二个要帮这些民众做财务规划。所以防灾型的都更，我们要非常专业的来面对。时间没有在等我们。什么时候台北会发生一个像花莲这样的地震？没有人敢保证。可是问题你就想，万一发生了。这个后果我们承担得起吗？委员一震完之后，大家说：“哎呦，都更很迫切。”可是大家心里想的都是一瓶换一瓶，容易吗？非常困难。我跟各位说，都更最怕碰到钉子户，政府也头痛，建商也头痛，然后同样这个社区里面的住户也头痛。有人讲到公办都更，现在问题来了，公办都更政府要不要拿钱出来？那不是一笔小钱，很大一笔钱。那些问题，议会会不会通过？不会，为什么？奇怪了，我是北投区的议员，为什么你都更的钱花在南港区啊？我也花在万华区啊，所以行不通。坦白讲，公办都更行不通，政府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来，会被认为图利他人。第二个，失败都更，你要靠建商的市场跟经济机制啊。建商的市场经济机制早就在文林院的案子被破坏掉了。文林院明明是钉子户的问题，可是社会大众把它解读成居住正义，那个案子建商亏大本，亏本出场，结果那个扮演钉子户了，他只派老弱妇孺在这个拆迁的时候表演给你看，他都多拿了1、2亿啊，那个就是。都跟唯一的差价就在这里啊，而且分到很大的坪数啊。那结果很多的艺人啊、社会运动学生啊，就把它当作居住正义，搞个老半天，你再帮人家送钱啊。这一次的地震的强度啊，台北市的强度是5弱，5级弱。跟921一模一样。为什么台北市房子没有倒？因为运气很好，震源在海上，不像上一次在陆地上，所以震波呢只有左右摇动，没有上下跳动，可怕会倒。对，要不然的话，这一次台北市就很惨。那你说我们要去都更一坪换一坪？我跟你讲，现在一坪换一坪哦，大家都很多人都基于自己的需求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新的这个内政部的规定啊，公设比要放大。你一坪换一坪的公设比还是缩小了，变成7成而已啊。所以你要不要提高？要提高，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会推高房价？所以我们卡在一个房价问题、都更的问题、钉子户的问题、政府有没有强拆权利的问题。今天请你当台北市长，你敢去强拆吗？房子也不是我住，也不是大多数人要住的，因为都更看是全面的问题。可是每一次只挨一个案子哦，是一个社区里面孤零零一个案子，你会为这个事情强拆，那左邻右舍跑来跟你抗议，然后演一些老弱妇孺啊，在那边争夺的不肯离开房子，那伟大的拒绝给你看。那你干嘛？所以造成最后结果，我们台北市只好，哎呀，天佑台北，好，天佑台北，不要发生在台北市太大的地震，否则的话，都更已经寸步难行。思刚，你怎么看？第一个啊，这个都更的事情啊，是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非常关心，特别是40年左右以上的老宅啊。第一个，有很多长辈爬楼梯，爬得很辛苦啦，有的甚至说，要背人家背着下去买菜或者去看病。所以大家都希望都更，但一谈到都更的条件的时候，就出现了南辕北辙，就谈不拢。我们现在金华区的都更呢比较好谈的原因是，第一个居民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也比较好。比如刚才讲，如果说他愿意花500万出来，如果说经济条件好的，他拿银行贷款500万，其实对他们来说不会太难，不会太难。而且呢，对于这些人来说呢。房子都更呢，也算是某一种向未来的投资，所以呢，这些比较优势地区的居民呢，大家听到都更基本上都很快。我在我们家附近啊，在这个石牌的案例啊，原本是海沙屋，还不到红单的地步 ，OK， 但是因为地段还不错，原本的建商就回来跟这些住户谈。3年就谈好，而且建商也帮忙出这个什么每个月租房子的租金。也都谈好了，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地段 OK， 而且呢要看这个建商愿不愿意提出很好的条件，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地段不 OK 又有危机的，我觉得公办都更这个时候政府就要站出来，负担比较重要的角色。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翔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多不容易。你知道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
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军事总是谓唯一决疑之道，盖神之意不可度，人之灵不能通，则假不是以积焉。神灵者，天之主宰，无时不在，而其事义寓于术者于象，此义之为物，舍术象外，无他存。象者卦爻也，术者九六也。卦爻变化无穷，无外一刚一柔，九六推移不进，无外一内一外，干主九，坤主六，以数之始也。阳为刚，阴为柔，此象之本也。推而治之，正其用意，故谓数可治无量，而总括于一至10。天1地2天3的4天5的6天7的8天9的10，此象与数但回归政府政策面，确实还有补足空间。我们定了一个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执法包括怎么样决定我们的碳费、碳税以及碳交易等等，还有很多方方面的法律，我们希望能够加速啊。公司协力永续转型，去年博览会获得永续会展奖殊荣，2024将续推绿色会展交流，提供企业新解方，一起迈向净零碳排。东森新闻王振宇、廖静颖报道。庙会举办绕境活动，现场却一团乱，一群人呢爆发推挤冲突，甚至呢还拿棍棒戳。原本呢在附近站岗的员警上前劝架，把人给拉开。而冲突起因是教班发生碰撞。绕境活动上，两方的教班发生碰撞，致使台教人员不满。引发冲突。这是在高雄燕巢区公庙举办绕境活动，而两方的教班呢，因为不小心碰撞到，双方冲突一触即发，口角、推挤还扭打。警方制止之后呢，才停手。而员警呢，当场劝诫2名出手的男子，一名19岁，一个45岁，两个人都被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今天晚间大甲妈祖绕境的重头戏就在西螺福星宫驻驾，那么很多热情的信众已经提早在这边等候妈祖的到来。有善心人士特别准备了沐浴车，非常贴心。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苏芷杰。而传中大甲妈祖绕境的回程是持续的在前进当中，不过现在其实他们已经来到了云林的西螺，而且呢晚间的重头戏就要来驻驾这个云林西螺的福星宫哦，所以我们现在也提早来到这边。特别是您可以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信众，就是特别先来提早来等待，因为呢有很多人是刻意走在妈祖前面，就怕人潮太多，也提早一步先来卡位，希望待会能够更近距离来接触妈祖。我们现在也来听一段信众的访问。就是沿路很热闹，然后信徒也很多，所以就提早过来，然后也比较不会人挤人这样子。对。这是您第几年参加的？到现在是第5次。对。每次都是走完全程？哦，没有，目前就是慢慢一年越走越远这样子。好，不过最特别的是呢，在大甲妈绕境当中呢，会有看到一个特别的场景，那就是这里出现了这个沐浴车。那么其实您可以看到它上头有写说，不要在沐浴车里面大小便，还是要按照顺序来排队。所以其实您透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信众在排队了。那么其实后头呢也坐了好一整排，大家都坐在这边，就是希望能够赶快来冲个澡，让精神恢复一些。所以你也可以听到呢，民众其实对于有这样的沐浴车的这个设备是非常的感恩的，我们再带你一起来听。是的，这因为绕境进香，我们外出在外面嘛，然后洗澡都比较麻烦一点。然后现在庙方有提供这个沐浴车，让我们这些信徒啊，在定点的时候可以有洗澡或清洗自己身体的机会，然后可以把自己走了一天的疲惫都可以消耗掉，就是清除干净嘛。然后就觉得这样很贴心呐，感谢庙方。
好，所以可以听到呢，信众说有这样沐浴车的设备真的非常的感人，而且冲个澡精神就会差很多。特别的是呢，在沐浴车后面呢，其实也是有这种伤口处理，或者是说你走太久，脚上长水泡了，那么这边就会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来替你处理整个伤口。那么可以看到呢，整个大甲妈祖的绕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以上是现场最新，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的不雅影片，再度引爆社会舆论，让儿少性剥削的议题再度浮上台面。如今又有议员爆料，居然有狼师20多年来性侵超过双位数的学生，而且对象都是小男童。就在高雄的某个国小，一个正式老师，他竟然有数以十计、双位数的学生受到这个老师的侵害。国民党籍的高雄市议员白朝英是在议会质询的时候说，他一开始以为各大家长群组在讲的这个案件是在编故事，直到跟教育局求证之后，才发现是事实。而高雄市教育局长谢文彬也指出，目前这名狼师呢，已在去年9月遭到收押，现在相关案件也已经进入调查，也会提出相关措施来亡羊补牢。东森新闻在高雄报道。现场最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大甲妈祖绕境持续的北返当中，不过呢，大甲妈的脚步已经加快了，逐渐赶上了表定的行程，有时候呢，甚至还会超前吗？连线要给记者苏子杰。而观众，大甲妈绕境呢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不过大甲妈祖的脚步是越来越快了，也逐渐的赶上了行程。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现场越晚呢，这个信众排队是越来越多，一路绵延了好长好长，就是要来弄酒咖。不过啊，在前一天这个祝寿大典之后，整个妈祖绕境正式开荤，所以现场呢也有非常多发肉的发这些肉饼啊等等的这些发心民众，我们先带你一起来听。今天蛮多的，因为我们早上11点前就来，然后剩下100个，就是有点好像不够，明年要准备更多一点。那你自己就是今天这样看下来，你自己心得怎么样？有没有觉得还蛮热血？我觉得蛮热血的，就是之后我可能每一年都会来，而且等一下发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跟着走。好，你可以听到呢，这个发行民众他说他是第1年参加，可是因为看到大家这个实在是太热血了，所以他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参加，而且他发现人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他也觉得自己准备的点心已经不够了。好，不过回到我们的画面中，您可以看到呢，其实是有越来越多信众持续呢跟在这个轿子旁边。是希望赶快要来跟这个妈祖来，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保佑哦。那么其实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信众在排队在现场，就是希望要来弄酒咖，希望能够感受到妈祖的圣光，希望妈祖能够保佑他们一生平安。以上是现场最新，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开论坛创意私房进入的方式，并不是用一般的浏览器，而是要下载这个洋葱浏览器，在搜寻的地方打上创意私房或者是连结才能够进入。如今卫福部终于宣布要关网。其体计备，其用必确，不山画挂者，一知本事。落后了好几天啊！这个好几天呢，并不是我们只是想象中好几天而已。每分每秒都还有人在付钱。打上一个问号。葛如君秀出创意私房钱包金额，目前还有2300多泰达币。资料显示，就在卫福部喊断网前12小时，还有102元入账，也就是还有人在买。葛如君揭露，创意私房金流其实相当透明，不止买家账号、消费金额流向去哪一清二楚。所以就问你，卫福部可以不再两难，将黄子佼列入拒绝往来户了吗？乡民一个比一个厉害，都查得到论坛内幕，制作梗图问了，除了黄子佼，其他高级会员抓不抓？其上下或出中者，之后就变成你要再重新再去整办一次，比如说你整个流程再重搞，那他也有可能去加强他网域的防备。据了解，创意私房入会门槛高，要先缴1800元人民币，约台币7900元才能办账号。依消费金额区分会员等级，也影响观看权限。最高级需要达6000多万台币，只有80个名额，并且3个月内未消费将被剔除。不过，如果你有提供影片有获利，可以列入计算。也因此，市警也介入调查，避免黄池偷拍翻版再现。人在其中，他背后的这个老板也叫老马，不能体天地之道，的方式去达生化之台北2号房水很深，政府恐怕得想想法子，就怕关得了一个网站，还有没查到的千万个。东森新闻中昌陈妙梦杰的台北采访报道。而在挂钟者，
拿出秘密宝箱，摊开工具包，扳手镊子，数不清的大小工具，眼神搭配触感，立马摸出器材底细。他就是藏身在健身房里的狠角色——健身器材技师 Ian。你没见过他，但可能用过他保养的器材。像是来到健身房，我最近很喜欢练手臂跟蝴蝶袖说拜拜。不过这台机器有蛮多需要保养，对吗，Ian？对，这台机器的话，总共有4个零件，8个关节受保养哦。拿着扳手，利落的把机器上数10个零件拆开，仔细清理，再涂上保养油。接着最难的来了，拆解顺序，然后它是什么名称，然后它的规格是什么，都要记得清楚，不然弄错，有可能会装不回去，有可能硬装会坏掉的。魔鬼藏细节，如果没保养、没维修，像是这样，光是一间教室里要加100万器材，就可能会故障，危及使用者安全，甚至整台报废。这样下来的话，1个礼拜大概要巡240台左右的器材，包含最远到花莲去。那曾经我有收到 Google 一封信，就是跟我讲说，我今年度的里程数可以绕地球1圈。今年37岁的Ian一人扛起全台上100家健身房维修，因为这项技术门槛很高，不只要认出高达1000多种的零件，还得记得上万个拆解步骤。全台专职技师相当稀有，让健身中心不惜砸100万自己养人，让部分教练也懂得基本原理。出国到这个原厂去的这个7天的一个培训的一个住宿，包含我们拍摄影片，包含我们投入在训练课程，整个加起来，我觉得应该有个70到100万。近年来，台湾掀起健身风潮，保养维修需求暴增，也让健身器材技师成了各大健身房争抢的重要人才。短产新闻由陈张华珍台北报道。万物之谓也，虽晚。你刚刚说什么了？你刚刚说什么？骑士在路检点被拦下，他越讲火气越大，质疑远景，刁难他。不要一直激啦！激什么？不要一直激我！我们现在依法行政，你现在在口出秽言是不是？你现在讲话讲这样是不是？有没有讲脏话？有没有讲脏话？你根本没有讲话。此后是分论之所本也。态度轻佻，不承认自己把脏话当发语词，而更早之前，警方更怀疑他试图拒检。进去一下，进去一下。而知之必有行，与从。你怎么骑那么快？我被找起来了，我警方深夜11点多，警方在马路上油门一直催，警方注意到他，将人拦下。他自称不是拒检，是赶着回家鲁拉拉。你在赶下班哦？我下班我被登记在行哦，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车子查一下，车子查一下，来，你来，手机表贴出来啊。我说查车款，你在紧张什么了？其实是面店夜班员工，才刚下班就被抓，因为警方一查，他的驾照早就已经违规太多次，遭到记点注销，是无照驾驶。槟榔可以让你这样乱丢的吗？啊，你这给他丢好了。没有啊，我丢什么？槟榔板就可以这样乱丢的吗？我没有在丢啊，我在依法行政啊。哎呀。万物之本，脱序行径接二连三，无照最高可以罚到2万4。这下整天赚的钱恐怕还不够缴罚单。东森新闻李尚玉、洪诗晴新北市采访报道。香港游客 Cody 和韩国朋友来到台湾开心出游，安排了9份10分1日游，却没想到因为小小的迟到就被导游直接留在原地，气得他直接站出来控诉，认为導遊這樣的行為完全不合理。我而家好嬲啦！我而家 call 咗 Uber 一陣間咧就去個餐廳嗰度咧，我已經準備咧要咧同佢傾下偈啦。嗰個導遊究竟係咩事？我想問。他就是遭到台灣導遊扔下的香港籍遊客 Cody， 3號和2個韓國籍朋友來台灣旅遊，參加9份10分1日遊，可才剛上車，導遊就對這群旅客下馬威。你們呢在車上不可以拍照，不可以拍到我，不可以拍到我的聲音。整團旅客去了野柳地質公園後，到10分看瀑布。當時遊客因為拉肚子，所以耽誤到集合時間，可才差不到1分鐘的時間，導遊就直接將車開走，而他只能在後頭眼睜睜看着遊覽車從眼前開過去，直接被丟包在路上。真的很生氣。然後我就說，如果我是韓國的老人家，沒有就是手機不會叫車，然後在路上給車撞到，我怎麼辦？心理負責嗎？車上的2名朋友也相當傻眼，趕緊和導遊說
说明还有人没到齐，其他人看见也纷纷要求要停车，可这时导游却表示迟到就是不会等。即便2名韩国人说要下车找人，游览车也不停下，就这样把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路上，而他最后只好叫车自己在平溪和大家会合。我不会等，1分钟也不能晚，因为你晚了1分钟，我们这40多个为了你，后面的行程全部都会乱掉。为什么不能等呢？有遇到过几次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反而被其他客人投诉了。旅行社表示，1日游就是这样，旅客迟到了没办法，因为还要顾及其他人。Cody 和朋友最后决定不跟团了，以免再被丢包，但也已经向观光局投诉，来台湾旅游却遇上这样的导游，让 Cody 相当火大。东森新闻综合报道。淡水蓝色公路渡轮搁浅卡在巴里沙亚洲上，船上51名游客及船长船员共53人受困待救。消防队前往救援，同步由竹围船艇、海巡船艇协助载运游客。不过还得等到涨潮才能够出发。眼看天空越来越黑，风变大，气温也降低。这53人被受困在左岸公园离岸100公尺处。尽管最终一一获救，在受困2小时后全数安全上岸，不过还是有旅客相当气愤，行程被耽搁。船上没有厕所，对，然后他们就是有拿那个水桶给我们，就女生方便一下，我们就要回家。对啊，可是时间被拖到后面，行程被安排，其实有一点点不是很开心。因为河道泥沙淤积很严重了。对，那据我所知是10几年都没有清淤了，不仅是我们，连渔民也都是受害者啊。今天就是遇到退潮嘛，那就船就搁浅了。业者强调，每天涨退潮时间不一，过去都是以小船退大船的方式进行。至于一度受困的旅客，则大部分来自韩国及泰国，碰上这样的状况，始料未及。东森新闻 SNG 小组李尚宇、洪诗晴，新北市报道。海上直线呼啸而过，为颜子3月不为转弯来个小甩尾，阵阵浪花好不壮观。但最有看头的是这颗即时摄影镜头，可以远端遥控把影像及时回传，甚至下达指令接近目标。军工大厂雷虎最新型的海沙号无人艇现在正在测试当中，不止今年7月会参加汉光演习，就连美国都有代表团，最新又亲自飞来拜访参观。产业链消息包括了美国多位前任官员、国防、航太业者、专家等等，两团各有数十人。9号大阵仗密访了台湾军工航太链，首站就到了指标性大厂雷虎、汉翔，后续可能还会拜访长荣航太、经纬航太等等多家业者。未来无论是全台湾、全亚洲最大的 F16的维修中心在汉翔。或者是说，在整个飞弹的一个组件上面，甚至于未来在无人机等等哦，目前台湾跟美国的军事的连接是越来越强的。而这不只是继2023年9月军工展前夕，美国的第2度来访，传出美国国防大咖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520前后还要再来。业界分析，应该就是为了520后双方产业链合作铺路，美台航太军工大联盟有机会成型。主要也是在于我们台湾有非常好的电子，有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雷达射频。还有相关的一个5G的一个条件哦。台湾军工航太技术坚强，又有政策加持。若美台真的能共组亚太供应链大平台，国际能见度再度提升。东森财经新闻黄富祥、叶子金综合报道。画面中黑色衣服男子靠着墙面走路，因为正前方正好有预拌混凝土车正慢慢转出来，本来想靠墙一点可以避免被大车削到，结果让刚起步的水泥预拌车通过，左边却突然冲出一台槽车，将水泥预拌车撞得4分5裂。10号早上8点多，驾驶槽车的陈姓男子与路边起步的水泥预拌车发生碰撞，导致槽车整个翻覆。2名驾驶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到场检测，双方驾驶也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东森新闻黄启栋、刘冠琪桃园报道。
中华香辣同属王品集团4月7号发文说，早在4月6号就已经立即停业，不过现在却被顾客打脸。顾客秀出结账明细，上头写下4月6号晚上7点25分，结账金额4009元。难道王品说停业是在平行时空吗？顾客怒轰要业者不要鬼打墙。不止他，好几名顾客都跳出来说中午才去吃，质疑明明6号当天就继续营业，王品却公然说谎，引爆民众怒火。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收到任何一句道歉，而且推来推去，但是最终问题出在哪，还没有一个结果。从香港来台，一家4口一落地就去吃香辣麻辣锅，就吃到送急诊。但不止他们，传出还有一家8口从香港来的，同样吃香辣，就5个人严重腹泻，如今回到香港要讨赔偿，实在很难，因为到现在王品完全不给答案。食物中毒的 SOP 就是会对图工去做人体的采样。当初王品怪赞水管线有问题，结果如今食药署直接把矛头指向王品，怀疑是人的问题。生病就是应该要请假，不得上班，就是害怕他们有一些传染疾病。截至10号傍晚，出现腹泻呕吐人数已经从82人增加至103人。王品怪东怪西之际，有医师点出，诺罗病毒大多都是人传人或是人去污染。要是带源者是员工，那么餐厅主管没有善尽管理和监督责任，只有口头上的负责，难道这样就够了吗？他们都把那个1星评论删掉，我们看到也是觉得说，不知道怎么评这个。从宝林到王品食安问题丢脸丢到国外，至今要不要赔，要怎么赔？王品截稿前没有回应，这坚持不说，沉默不说，恐怕只是重创自家企业形象。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固山得水，山前童话。救护车缓缓开进殡仪馆，上头载着的是10号下午沙卡档开挖出来的第2具遗体，疑似就是尤家爸爸的遗体。一旁在现场等待的家属盯着救护车，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跟在工作人员身后。家属还没走进殡仪馆内，却已经忍不住落泪。尤家的阿嬷抵达殡仪馆，拿着卫生纸擦干眼泪，与其他家属悲痛前来认尸。今天下午3点半以前，陆陆续续都有新消息传出来了，那就是现在在下午3点半以前又找到第3具以及第4具遗体。目前搜救单位研判，第1具遗体应该是尤家大女儿，第2具疑似是尤家的爸爸。后续又找到3、4具遗体，1具疑似是妈妈抱着孩子，2人因为紧紧相拥，才让搜救人员能够一次迅速救出2人。而就在傍晚5点左右，第5具疑似是尤家最后1人，也顺利脱困。但由于遗体腐烂，头发掉光，面目身形难以辨别，就连家属都无法认出，因此将会验 DNA 确认死者的身份。第4个出来了。第3具遗体身上背着的包包虽然已经沾满了泥泞，相当的破烂，但上头挂着的吊饰，经过照片比对，才会认为就是尤家妈妈。而妈妈紧紧抱着的，恐怕就是8岁的儿子或5岁的小女儿。而现在遗体已经全部抵达殡仪馆。尽管第4具遗体旁边有包包，里面装着3张证件，都是尤家人的。不过遗体真正的身份都还有待确认。而这回尤家5口从高雄原本要返回花莲老家祭祖，没想到一家开开心心在太鲁阁游玩，竟然不幸遇上强震。家属煎熬的等待8天，最终还是等到坏消息，原本幸福的5口家庭就此破碎。东新闻综合报道。打开网站，东城酱油最知名的白铺油竟然写上对不起，我们错了，原来是大厂调味酱油。难道是东城被爆出用其他大厂酱油当基底后逆向操作吗？是被网友恶搞的，就可能是被人家截图，然后再把那个字改掉 P 图而已。会有一点迟疑，因为我觉得说它跟平常我看到的价钱不太一样。搜寻东城酱油的官网，白铺油品项看来很正常。左上角有东城酱油字样，另一个向消费者致歉的购物网白铺油已经无法下单。网站左上角是东城幸福购物商城，到底和官网有什么不同？那这个商城已经跟我们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当初他建设这个网站 server 的时候，主要是由公司
去主轴去建设出来的，但是这些人已经没有在公司任职。东城酱油与旧团队划清界限，也间接承认家族斗争。这一切都得由创办人郑登奇前年过世后开始说起。郑登奇育有3男2女，过世后由次子郑顺日接手事业。东城酱油去年底董事会改选，今年1月新团队接手，目前担任经理的郑文祥却是3儿子的孩子。接着3月份被爆出东城使用大厂万家香和高庆泉的酱汁，传出老师傅出走。家族派系斗争逐渐浮上台面。郑文祥对于所谓的新旧团队到底由谁主导不愿多说。可以确定的是，目前东城仍然使用大厂的酱汁当基底，虽然强调将提升自酿产能，但新厂还没盖好，家族内斗扯后腿。第一代创办人好不容易建立的东城商誉已经重创。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画面中吊车硬生生将路灯撞断，白色厢型车紧急刹停，整台车顿了一下，旁边的机车族完全来不及反应，撞上路灯，整个人左扭右扭才稳住车身，没有摔倒。新北市蘆洲区9号傍晚发生离谱交通事故，当时正值下班尖峰时刻，多辆汽机车疾驶而过，一辆大型轿车准备从厂区右转，开出一般道路时疑似操作不慎，直接撞上路灯。警方到场调查后，研判是因为操作不慎才肇事。这起事故也造成53岁的江姓骑士以及56岁的黄姓女乘客轻微擦挫伤。详细事发过程以及肇事责任仍待进一步厘清。东森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重回板桥车站，当时嫌犯就在这违规抽烟，遭到员警取缔却攻击员警。我们看到一旁有明定这里禁止吸烟，现今通缉犯满街跑，警察只是取缔的违规抽烟，意外逮到他是通缉犯。全台通缉犯不含逃往海外的逃犯，距今国内约有5.3万人。第一线人民保姆用命工作，但袭警案造成死伤层出不穷。年初行政院核定25亿添购员警装备，警政署今年3月新发3项装备，其中防割手套跟战术背心各5000多件，而另外科学密录器则是3000多台。各县市警察局不足的再另外采购请款，其中防割手套让员警面对持刀嫌犯多增加1道防护。双北警局目前共有上万双，几乎是员警人手1双，希望借此提升执勤安全。依照规定，防弹背心晚上6点到早上6点这段执勤时间，警察必须穿上。如今高雄的通缉犯逃到北部来，抽烟被取缔，竟然持刀袭击优秀民警。这是残渣袋啊，是不是？残渣袋吧？这个啊，这是什么东西？年仅25岁的吴姓员警，从警4年来绩效都不错。109年到现在查缉的毒品案件有34件，而查到的通缉犯则是63件。过去也有不少为民服务的案件，曾在寒冬中协助80几岁的迷途老翁安全返家，热心助人，受到民众赞赏。如今取缔违规，意外查获通缉犯，却在鬼门关前走一遭，也再度凸显全台通缉犯啪啪造。东森新闻张兆华、尤雅欣、黄子凤、杨杰安在新北市报道。MLB 看东森，球来就打，冲浪出击，最精彩刺激的棒球赛事就在东森养变台。强震来袭，连接车被落石砸中，残破不堪。46岁吴姓驾驶更不幸丧命，家人接到噩耗，完全无法接受。他发生这种事，我们觉得应该不可能，不是他，但是看到照片就。吴姓驾驶是家中经济支柱，靠他养活一家5口。妈妈已经年迈71岁。身为长子的他，没结婚，单身，有时还会开车载妈妈出去玩，非常孝顺。平常都会打一些零工贴补家用。只要放假，吴姓驾驶都会回玉里与家人相聚。这次却在工作期间赔上性命，家人相当难过，也控诉公司怎么都不闻不问。我们到了现场就没有公司的人，从头到尾就是我们去找答案。今天这件事情是意外，没有错，但是你们公司完全没有给我感觉到说你们有那个诚意是要来一起完成把我哥的事情处理完。公司没有主动关心，直到家人向公司要回吴姓男子的物品，公司才主动将物品送回。如今失去家中经济支柱，家人顿时依靠。得知家中经济困难，玉里观音派出所所长、里长、前头目以及慈善会都马上赶到吴姓驾驶家中慰问家属。新德慈善会的这个吴理
是已经到这个派出所来找我，然后我们就一起过来给家属关怀，并自证这个慰问金，给他们一个及时的帮助。幸好善心人士及时救援，暂时减轻无性驾驶加重的状况。家属对于所长的热心协助感恩在心。原本家属也担忧公司没有帮无性驾驶投保劳健保，不过公司也回应，无性驾驶3月1号入职，先前他将劳保投保在货运工会，工会没有撤掉，因此无法再帮他保劳保。不过公司已经为无性驾驶投保健保团保。对于无家人而言，家中经济支柱垮了，还是期盼能获得各界帮忙。东森新闻在花莲报道。打开便当盒，油亮肥美3层肉，5块加1包梅干菜卖650，这价钱吓到民众了。派这样的五花肉顶多卖个300块就已经很贵了，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卖有650块加梅干菜，非常的不合理。他连给你说多大都没有跟你说，而且他切都切下去了。台中的卢小姐在北平路黄昏市场买莲香肉，试吃一口还不错，一两30几块，转眼就切好，来不及反悔。回家后越想越生气，发文怒控，这价格可以吃餐厅或吃到饱了吧？这出乎意料，就是把我们人都当盘子啊！你根本连反悔机会都没有，根本就是台湾版的切糕。太贵，我不会买，太贵。我还给他看价6成。从市场才知道，莲香肉只有周一才摆摊，其他民众也觉得太贵。难道猪肉最近还有涨价吗？半年内没有什么变动，大概过年前的时候还卖180。今年月，东森也曾独家报道过吴先生投诉莲香肉太贵，还疑似强迫消费。老板驳斥，价格都有先告知。我们东西真的很贵啊，做的过程不一样，1分前1分后啊，一年到头卖那么多肉，就只有1、2个个位数在陈述，而且那个陈述不是说因为他出的东西产生了污染，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你如果是价格问题，为什么人家给你诉你要买呢？人家也告诉你多少钱的，为什么一定要买呢？回去才后悔呢？老板强调，其他摊买的生猪肉一斤约170到190，他只用国产猪中高阶的部位，一斤250，成本高，而且莲香肉就高刚1两卖37元。后悔来，你可以拿来，我会退给你钱啊，但是你要当场出一口给我看，站在我自己保护的立场。我们是正派经营，我们真的都可以。卖香烤3层肉的夫妻2个人从台南起家，开公司25年，转到台中卖2年，两地的员工20人，食材都有 SGS 检验，做生意不容易，现场试吃不买没关系，顾客要是后悔也能退钱，业者给出最大诚意。东森新闻肖光志、李湘明、张成元在台中的采访报道。士联一阳明院区在今天上午10点23分，警报器响起，发现地下1楼冒烟，确认起火点疑似空调机房失火，随即通报消防队进行灭火。紧急疏散民众以及员工合计366人，无人受伤。本院地下1楼空调机房起火，烧损空调设备，启动消防设备。详细起火原因尚待调查。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院区内窜出大量黑烟。院方说明，空调机房位在平面停车场的地下1楼，和医院医疗大楼并非同一栋空间，因此火警并未直接影响到医院。只不过因为浓烟飘入，所以还是暂停门诊等待排烟。后续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已经恢复运作。目前医疗业务也已经恢复正常。东森新闻综合报道。之乐，反应100万，则有人情亦过，不能如中庸发而终结，则失其和。失和者尽于斯，斯之于和，所差异间，正气不中，时公皆物，则不过。即和也。论语曰：和不寡，为其不和，则急于斯。而成一党一派之争，得天下朋比以欺其上，此古之得名。有以因朋比于下，久以因利于上，君无贤辅，下臣朋党，此乱之阶，则乐反生悲矣。实话亦然。业大要确保国政运作，府院党势必3位一体，只是把亲信打光，执政胜败也将一肩扛起。他退出去啊，现在全部上来了嘛。卓荣他一个人就是不分区就4个安全名单，现在来做行政院长，假料有较凶哦，就假碎嘴的。绿内郑国会派系率先发难，尤其派系掌门人林佳龙一度传出接外交部长甚至驻美代表。
最终会不会出现在赖内阁，都还是未知数。新内阁名单没有您，那下一步的规划？同样不在首波内阁名单的郑文灿跟媒体挥手微笑，没有回应未来下一步往哪走。看来赖清德520上任后，除了要扛下蔡英文8年执政包袱，还得承担打破派系平衡，让党内暗潮汹涌。东森新闻陈正荣、李鲁综合报道。天王星近距离倒塌瞬间曝光，只见大楼经过剧烈摇晃后震荡楼软脚，如今为了加紧2周内拆除，先拆掉红绿灯和路牌。下午2点半左右，新的大钢牙进驻后方大楼，天王星的拆除作业才得以动工。有7楼住户带着宝宝站在远方凝视，因为这名母亲想回家去拿宝宝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第1个印记。儿子的脚印，那些纪念的东西都在里面，脚印啊，一周岁的脚印。但拆除作业一度停摆，正是因为受困在天王星的喵星人陆陆续续出现踪迹，尤其是罹难的康老师爱猫咪。康老师的朋友得知消息后，拿着康老师拍下猫咪的影片，用声音希望能诱捕到猫咪回到他们身边，但显然想把它从土石中救出不太容易。判断它的身体是健康的，然后是有精神的。他的行为模式像是出来看一看再回去，那很有可能他还在里面走来走去。另外8楼住户的爱猫还有1只受困，其他热心民众得知后还自掏腰包买猫笼，远景则是买了肉泥和罐头，希望他们别继续睡在冰冷的石块里，回到他们温暖回报。民众自己。热心民众啊，说看上面的诱捕笼数量可能不太够，所以居民就是拿到拍手请我们叫到那个现场。住户的猫很受大家关注，9楼住户的鸡状态，也有网友怕鸡无法长期抗战，叫了外送，希望有人空投喂食。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拿资料单就送过来了。我是接单，我也看不懂为什么鸡这样。天王星的救援行动马不停歇，对于住户来说，震毁的家园每一部分都是心头肉，即使回不去了，还是希望能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重建。东选社会中心在花莲报道。浓郁豚骨汤头，拉面上放2片叉烧、大把木耳，最后撒上爆亮葱花，点缀鱼板，葱量多到看不见下面的汤跟面，面条夹起，每一口都夹带葱花。这是台南知名拉面店招牌葱爆蛋拉面，招牌美食却让店家和美食部落客杠上。知名美食部落客艾诗辉 PO 实际内文却提到，听说这间台南拉面亲友团去灌票的因素比较大，让店家在粉专票选获得第18名，业者气到提告，南检在这个月起诉部落客加重诽谤。对，我们就点那个葱爆拉面。那我们点完之后呢，它上面并没有葱，它就是另外给我们。那我们会觉得说，哇，好像被欺骗了这样，东西可能疑似灌票，我们也只是说听说这件事情而已。但是我们尊重南检提起的一个公诉，那也尊重到时候台南地方法院的一个司法流程。那我们之后的作风不太会改变。部落客强调不会改变作风，不过还原整起事件，以介绍台南小吃闻名，有10多万人追踪的美食部落客爱吃灰，去年10月到拉面店用餐，点了招牌拉面，认为商品和图片不符，并称听说店家获得台南20名拉面是靠亲友灌票，业者提告诽谤，爱吃灰则告店家诈欺，最后双方提告部分都不起诉，但部落客称店家灌票，南检认为构成加重诽谤罪，在这个月起诉。因为你觉得我们蓝吃或重建的不好，或是各种店员觉得不满意或怎样，服务上不满意，这个我们都可以虚心接受。可是你不能写一些不是事实的东西。那影响在多少？不满用心做美食，被说灌票，努力遭到践踏。拉面店业者和美食部落客对簿公堂，希望司法还他公道。东新闻在台南报道。钻教角人海中，云林这位妈妈焦急推着婴儿车，2兄弟挂点滴、戴口罩，被肺炎病魔缠身1周，发烧气喘，病况没改善。妈妈趁着銮轿经过，赶快办。1岁多，这个2岁多，感冒，这次感冒然后引发肺炎，这个已经住院一个礼拜了，是发烧，然后会喘。阿嬷也是大甲妈的信徒，不便于行多年，她心酸流下眼泪，坐轮椅弄给卡。妈祖神教暖心特别为他们再抬高，100人罕见疾病队伍在云林高铁集结，肌肉萎缩、脑麻、视障、29种罕见疾病的患者，家长带来小妈走。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祈求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平静。我们在这边是大家病友一起走，那我觉得大家就是互
可以互相帮助这样子，其实就像妈祖爱护我们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长辈重病动大刀，孝顺的张先生向妈祖黑湾，结果意外病情好转，张先生改念，决定全程跟随，赤字宣旨，搜集公庙印章，把好运正气带回去。他一开始是那个肠子移位，然后就肠子去塞到他的肺部，他变成他无法呼吸。那后来我是跟神明下愿说，那我今年就是来做这个动作，然后就是希望神明可以保佑他健康，后来就有好转。即便是上班日，仍有大批信徒共襄盛举，祈求健康平安的信徒居多，经济能力许可的也发愿做公益，沿路摆结缘点心站，回馈给社会。东森新闻张转卢志杰、苏志杰、陈明胜、陈守仁在云林采访报道。得民权，以其来可知，去可见，无所隐藏，则无名与媚。远景绷紧神经，不敢大意，因为他们要拦查了驾驶，刚刚一路猛踩油门，要逃不要命。其源何从？其流何往？不可确定，故曰蒙。同地点。男警拔枪警戒，女警掏出警棍，但驾驶仍然要硬闯。即使后车窗被警棍给击破，油门还是踩到底，直到下一个路口车子爆胎，驾驶才下车逃逸。全部多情，亦有天真；全部多行，亦有温者。请挂警戒盘旋，则可见全身形壮硕的驾驶怎么跑得过平时有在练身体的远警？气喘吁吁蹲在路边，当场被上铐逮捕。非泥江河之未流，非泥河塔之事发就在10号中午10点多，高雄左营朱姓通缉犯开着侵占来的赃车，看到远警心虚，重踩油门加速，自己露了线。过程中他完全不甩远警拔枪，还意图冲撞，直到逃到明城2路，车子爆胎，他骑车逃了一小段路才束手就擒。爆胎的声响也被附近民众误以为是警察开枪。恰逢该车疑因车胎老旧而爆胎。朱姓驾驶最后遭远警于民人路追上压制逮捕。朱先生背妨害性自主、毒品2条通缉，这次侵占别人的轿车，又意图撞警逃逸，这下得再多背妨碍公务跟公共危险2项罪名，乖乖接受司法审判。东森新闻在高雄报道。疑似改装的3轮车背后有个大风扇，乘客在公车上都听得到轰隆隆的转动声。绿灯一起步，叶片转动更大声，但行进速度很缓慢，仿佛要原地起飞了，而且还疑似压到了双黄线。另一个监视器就拍到男子在大路口转弯，还不断回头张望，夸张又惊奇的印象瞬间在网络疯传。就好像旁边的人不小心碰到。应该会被打到或受伤吧？觉得蛮危险的，因为他感觉体积蛮大的，会不会被卷进去？危险啊！也会影响到路人啊。新奇啦，东西路上看到那个时间好像车子蛮多的。傍晚5点半左右，这台疑似是动力飞行伞的驾驶出现在台中雾峰的基丰路上。下班下课交通尖峰时段，车流量大，第一次看到很惊奇，仔细想想很可怕，万一被风扇卷进去不得了。动力飞行伞它是不能够在马路上行驶，所有的伞车拆解之后放进集装箱里面，运送到训练场之后再卸下来重新组装。台中的民间特种搜救团队2016年首创动力飞行伞参与搜救行动，他们拥有4架。由于伞具、伞车都要送往民航局认证检验，伞具也有保险，所以国内取得执照的人数并不多，而玩家变异形式开上路的也并不常见。这边好像也没有常常看到啊，就第一次就对了。因为学校他们有航空系，所以想说会不会他们可能做类似的研究。昨天有去问说没有？对。在雾峰附近的大学航空系否认是他们开的。过去一名男子号称彰化林志玲，常开着动力飞行伞出现在台中龙井跟彰化的天空，甚至曾摔下来闹上了新闻版面。不过这一次开在雾峰街头啪啪揍的人到底是谁？警方还在调查，违规可处1200到3600的罚锾。东森新闻马瑞顺、王福安、张成云在台中的采访报道。目前在花莲强震现场，东森新闻团队以及记者蔡俊琪带来的最新消息。刚刚特搜队又发现了第3具跟第4具罹难者的遗体，把现场交给俊琪。动作，故曰蒙。
好，直播各位观众，要持续带你来关心花莲呢，在地震第8天之后，现在目前最新的搜寻状况到底是如何呢？好，截至下午的这个讯息是不断的一直涌出来啊。那截至下午的3点半左右呢，其实陆陆续续是发现了第3具以及第4具的罹难者遗体。好，那现在初步呢怀疑是说，第3具遗体有可能呢就是尤姓母亲的，因为呢，其实在她的旁边就有发现一个包包，那包包呢有一个配件，那疑似呢跟先前的照片来对照，就怀疑说现在目前疑似呢是尤姓母亲。好，不过呢，其实目前我们要帮大家统整一下，现在从一整天下午的这个搜索的时间呢，其实第1具遗体呢是发现的时间是在今天的上午11点45分，发现的是一名女性的遗体。好，那其实初步推估啊，就是尤姓大女儿。好，那目前呢，其实在今天的下午1点钟的时候，已经将她送到了这个花莲的殡仪馆了。好，那其实在今天下午的2点50分的时候，又再度发现第2具遗体了。好，那目前这个第2具遗体啊是男性，也怀疑是说有可能呢是尤姓的父亲。好，那其实在下午的时候，他也是陆续呢送到花莲殡仪馆。好，那在下午的3点半呢，则是发现第3具以及第4具遗体。好，那目前呢，其实都现在搜救人员都在现场处理呢这些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么准备呢，也要将这些遗体陆陆续续送到花莲殡仪馆。好，不过呢，其实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个都发生在这个0.5K， 也就是大崩壁的位置。好，其实现场啊这个落石非常的多。好，不过发生的位置呢都是在周边。其实呢，在发现第1具之后，也是陆陆续续发现第2具，再发现第3具，跟再发现第4具。也就是说呢，这个搜救人员他们在搬离这些大石块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旁边的这个味道是比较浓一点点的，所以他们在将周边的大石块来逐一的搬除之后，又再发现了接连的几具遗体。不过呢，现在呢还有第5具遗体究竟在哪边呢？现在搜救队也不排除会是在0.5K， 也就是他们这边附近的位置。不过其实现在呢，已经呢是5点钟的时间了，再过不久这个天就要变黑了。其实现在呢，他们就要尽全力来赶快看是不是能够呢在天黑以前找到第5具遗体，否则呢再过晚一点点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又要进入到隔一天了，那搜救呢这个时间就会再拉长。好，不过其实还要带大家来关心啊，就是新加坡籍的这个夫妻，目前锁定的位置呢还是在1.8K， 那是不是呢会在0.5K 呢？现在目前也都还不确定。不过呢，为什么会推估到1.8K 呢？就是这些搜救人员他推估脚程有可能从步道到1.8K 的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就是在1.8K 的位置。所以呢，现在呢，搜救人员他们就分了2组人，第1组人呢就是尽全力在0.5K， 就是这个大崩壁重机具在的位置，来全力来找这个尤姓一家5口。那另外一组呢，就是到1.8K 来持续加搜救犬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有新加坡籍夫妻是有可能是在附近的。好，不过呢，我们话题再回到就是这个尤姓一家5口，现在目前呢初步怀疑啊，第3具就是尤姓母亲嘛。那刚刚特别说到，就是她的包包上面有一个配件，有可能跟先前的照片对照起来就是尤姓母亲了。好，不过其实稍早呢，最新的消息又传出来了，现在呢在现场总共呢是发现2个包包。那第3具的这个遗体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包包。刚刚有特别说到有一个娃娃的配件，那第4具的包包啊，其实有发现里面有一些证件，所以呢，现在初步研判呢就是尤姓一家5口的。不过其实现在呢，这个现场的状况其实有一点乱，等于是说呢，因为周边的石块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如果呢要重机具一起进去的时候，再加上人力来进行搜索的话，其实就会整个现场的这个状况还需要再评估是不是呢会有这个立即的危险性，因为再加上啊，其实现在这个花莲的状况，其实山区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状况，那加上了其实周边的石块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搜救队员对于他们在搜救的进度来说，都会增加一些困难性。好，不过其实他们今天呢，总共是加派了36人，包含义消，还有这整个红十字会，还有搜救队，总共加起来是36人挺进到了0.5K， 要想尽办法赶快来找到这些失联的罹难者。好，那第5人究竟在哪边？目前还没有消息。如果未来有进一步消息，会再持续为您掌握。以上是现场在太鲁阁最新消息，把时间还给棚内。总统要在北京进行马偕2会，我们不但表达祝福，希望顺利成功。前总统马英九在访中国，重头戏就是马偕2会。国民党希望能搭起两岸桥梁，重申立场。对于两岸的路线非常清楚，就是新美9日合路。
则民其得失强弱焉。就是亲美合中，520之后，乾坤你的各半，选择刚到底柔相当。是两岸而泰要交则互恶，交，还是要否则交流？皆备。两岸是要无忌未对抗，济，还是要对话？两岸要双输，还是要双赢？赖清德即将上任，就怕两岸敌意螺旋不断攀高。国民党递出橄榄枝，但民进党提醒马英九千万要小心。其实习近平丝毫没有要给马英九留任何的尊重，其实摆明就是把马英九当作是一个对抗国际民主同盟的棋子，向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讯号，所以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请马英九不要再装可爱了。2024大选结束后，蓝营人士相继访中，传出北京出手邀请朱立伦率领升降者，阴阳之道；来往者，卦爻之机。卦皆自下上，而阳道升，阴道降。卦皆有内外，而内卦往，外卦来。来与往未循环，升与降为消极。周易各卦，一卦自有往来，两卦亦成往来。合之4卦或8卦或16卦，复谓亦往来，皆本乎天地之数，以往为不天之道，无升不降也。一则由日月见之，一则由岁时知之。日往月来，东升西降，寒往暑来。立委及县市长访问时间大约落在6、7月。朱主席要说要去访问，那我最近跟朱主席比较没有联络，所以这件事情我没有掌握。目前没有任何的规划，有进一步的规划，以前会跟大家做报告跟说明。朱一伦是否率团访中，或许还在观望，态度十分保留。但已经确定的是，6月份的海峡论坛、两岸青年论坛，副主席连胜文将带团参加。选在赖清德上任之后，是否能替两岸带来和平红利，还很难说。东森新闻钟嘉豪、叶婷在台北晨报。身穿绿衣服的妇人原本坐在吧台，看到后方有空位。询问可否换位，一开始店员没应答，就直接到位置上等候。实际算一算时间，等了将近15秒，最后没有点餐，直接离开。桌上那时候还有蛮多东西，蛮多脏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希望说，就是空间可以整理好干净，然后让客人再入座。就接到警察局的电话，那目前要等警察那边通知说我要去做笔录。再看一次当时画面，妇人想换位，把包包拿到座位上放，但前一位客人才刚走，店员请他稍等一下。当时顾客就是坐在这个吧台上，看到后方有2人座位有空位，就移到后方。但是指控店家态度不好，事后留下1星负评，但言论、似乎和监视器录下的有所出入。店家控诉事后顾客上网留负评，内容写下服务人员说店内规定桌子还没清好，不能擅自入座，但老板调出监视器，po网喊冤，澄清店员没这么说。的评论呢，它是以这个所谓的星等跟留言人数呢来做一个平均的。当然，大部分的台湾消费者呢，可能认为说4.2到4.5核心之间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分。当事店家现在遭留1星负评。有专家表示，若以这间饭店来看，就得需要2到30位民众留5星好评才可以拉高评分。留负评对店家影响甚大，老板表示曾经也有顾客留1星评论，若内容符合事实，也虚心接受。只不过现在因为一件小事，双方甚至闹上警局。东森新闻学玉珠温连在新北市采访报道。这期画面中，一辆起重机突然冲进杂货店，整个墙面都被撞裂，货架上的物品在撞击当下直接飞起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基隆市安乐区基金一路，这辆起重机疑似是没有拉好刹车，司机就要下车查看工地，准备作业，结果整辆吊车却突然往后倒退，撞入一旁的民宅，造成屋内一片凌乱。还好原本在屋内的一位泰国籍劳工，刚好在撞击前出门打扫，惊险的躲过一劫。我是在刚刚起床，然后猫咪它拉那个垃圾出来，我就赶快去扫，我走过来15秒的，我以为是地震。而司机表示，他把车子停在斜坡处，车轮底下也有用木头垫着。至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还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厘清。东森新闻吕国宝基隆报道。男子戴着鸭舌帽，身上披着一件白色雨衣，走到停车场内，双手一推，将一辆黑色机车给推倒。这样还不够。
原本男子想将后面一辆载有外送箱的机车放倒，结果只看了一眼，便转身找寻第3个下手目标。停在最后方的白色机车也被波及，就连车主安全帽都滚落在地。男子做出一系列脱序行为后，竟然直接拍拍屁股走人，完全没有留纸条或是想和车主道歉，疑似故意犯案。他是有先拦计程车，没拦到，他才沿路这样推倒我们机车的。但还没推倒我的机车之前，那个店家他们也调监视器说，他们自己机车被拉到人行道推倒。当时这名男子晚间8点多跑到桃园市立行路停车场，莫名其妙将机车推倒。男子的夸张行径全被一旁监视器给拍下。车主看见画面后好无奈，明明自己没有与人结怨，怎么爱车会莫名其妙毁损？就莫名其妙车子也没与了结怨，然后车子就这样被推倒。车主看过监视器后，发现这名男子疑似是因为在路边拦不到计程车，才会把气出在无辜的机车上。车主猜测大约有4、5辆车受害。警方获报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疑似喝醉酒，精神状态不佳。本所接获报案，立即依规定受理，同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将迅速查缉该男子到案。只是当时天空似乎下着大雨，男子不是跑进建筑物内躲雨，而是推倒别人的机车。不管理由为何，毁损别人的车就是不对。警方将锁定男子身份，要将他查缉到案。多次新闻消化民黄俊元、杨雅竹在桃园报道。所谓命也。男子手插口袋走在路上，旁边预拌混凝土车开出来，准备要右转。男子为了闪避，放慢脚步，没想到下一秒，一台槽车直接撞上预拌混凝土车，瞬间将预拌混凝土车直接甩向路边围墙，将路边男子夹击，现场冒出大量烟尘。原以为男子被这样一夹会重伤，没想到画面中居然看见男子从夹缝中缓缓钻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预拌混凝土车开出来，导致车道上的槽车闪避不及，整辆车车头直接撞上，而这一撞，预拌混凝土车车头也直接撞向路边男子，而槽车则失控翻覆在路上。穿着蓝色牛仔裤的水泥车驾驶，甚至在撞击瞬间仍直接抛离驾驶座，一半的身躯卡在车窗外，而撞击后现场扬起大量烟尘，画面相当触目惊心，惊悚撞击瞬间全被录下。没多久，警消人员还有拖轿车业者都赶到现场处理事故。这起车祸发生在桃园观音区忠孝路往成功路，10号上午，62岁预拌混凝土车邱姓驾驶刚从工厂出来，结果就被槽车撞上，波及到路旁男子。当时因为预拌混凝土车车头跟车身凹折，所以男子就夹在车身、车头、墙面之间的3角空间里，才能躲过一劫。陈男与水泥预拌车之驾驶皆受伤送医，目前皆无生命危险。而画面曝光也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说男子真的是上辈子烧了好香，福大命大，老天爷保佑前世烧好香，他家的阿嬷有灵感才能幸运躲过一劫。不过整起车祸事故详细的肇事责任还有待警方后续调查。同日新闻黄启栋、张欣跟范宇翔在桃园采访报道。继续来看到大甲妈祖的绕境已经来到了云林西螺，在现场信众当中，我们发现特别有一群罕见疾病的队伍，一共有100多人，他们也特地来到这里祈求妈祖的保佑。现场我们连线给记者苏芷杰，告诉大家，芷杰，幸之得也。而观众大甲妈绕境呢，持续的在回程当中，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的是云林西螺。不过在这边特别的是呢，有一群罕见疾病的小朋友，而且在基金会是今天也是特地带他们来到云林虎尾，就是要一起来封妈祖。而这呢，大甲镇澜宫也有特别为他们安排一系列的弄狗咖的行程，带你一起来听。同心宫呀，有一群那个罕见疾病的小朋友啊，镇澜宫是不是有特别帮他们安排口音来弄狗咖？浑圆太极之下，其中也，中有其母，护甲而立。保鲜壶，啊，甲摕后这是落单哦，啊，等下哦，会安排啦。好，不过其实这一行人呢，总共有29种疾病，而且一行人总共浩浩荡荡就有100多人呢。不过因为这个就是行进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是当天来回，但是其实有很多妈妈带着他们的视障的小朋友，今年已经是第2年来参加了，而妈妈也说过，故性也，天也道也，形而上也，情也物也是也。
过程中真的非常感动，再带你下一听。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蛮感动的啦。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妈祖是一个，我觉得人一定要有个信仰嘛，对，但是就不是说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祈求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平静啊。所以我是一方面是因为有罕病基金会的带领，因为我们在这边是大家病友一起走，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互相帮助这样子。其实就像妈祖爱护我们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对。好，不过其实你也可以听到呢，妈妈真的很感动，而且眼眶是稍稍有一点点的泛泪。那么其实小朋友自己也都很兴奋，也很开心，妈妈特别带他一起来大甲妈祖绕境，那么也显见大甲妈祖的慈悲真的是无边呐，无尽无边。以上是想最新，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来，妈妈先盖，来，带回来这个任务。另外，新国夫妻至今仍下落不明，原本以脚程断定应该不会超过5间屋，但有外国旅客表示，确定在1.8公里大水管处遇过新国夫妻。新加坡那个夫妻有没有？那时候跟一个也是老外的，他说还在讲话，那2个夫妻走，他过来，地震一来，他一掉头，他说没有人，那100%就是在大钢管。绝对跑不掉。王姓农民说自己住在5间屋附近的公寮，地震当下带着附近观光客一起避难。一名外国旅客说，在大水管处有遇到新国夫妻，双方还有聊天，没想到刚道别人就消失，因此笃定2夫妻就在大水管处。搜救队员持续增派人员，希望能尽快将失联者统统救出。东县李玉璇、蔡振奇、徐熙、林和荣华联报道。性暴力不再受害，促修法我们都在。国民党立委联合召开记者会，并提出性暴力犯罪防治4法翻修等5大诉求。AI 科技立委葛如君更直接在记者会中揭露创意私房的金流。他指出4个收款地址中有1个10小时前还在出金兑现，甚至12小时前还有人购买付钱。他质疑为何不能冻结户头。我们要求行政院可以尽速设立专责机关来整合现有的资源，赶快与境外平台接洽，下架这些外流的影像，并且调查数位性的犯罪。葛如君表示，创意私房一共有4个收款地址，从2021年11月开始，一直到现在，业者收入超过89万美金，将近台币3000万元。葛如君也呼吁，应透过检警调链上服务机构以及虚拟货币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加强过滤和阻绝犯罪金流，让犯罪者将完全无法隐身。东森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话说到一半，嫌犯突然失控，亮出美工刀就往远景身上挥。天下放下拿刀，乃真神以力较灾。远景受伤见血，用尽所有力气，边压制边喊支援。看看当下，他为了制止嫌犯试图夺刀爆发扭打，却在后退时摔伤，被嫌犯美工刀划伤。幸好这时有其他休假远景路过，3人合力把嫌犯压制在地。要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制服远景就突然喊啊一声，刚好趁他掉头准备要离开的时候，趁他不注意，然后把他压制在地上。当下远景穿着较厚重的警用雨衣，成了缓冲。左右胸口2处刀伤，长约30公分，被送往加护病房，缝合后没有生命危险。而帮忙压制的休假远警手部也受伤，但嫌犯为何动手？只因为不想被盘查。这里不能抽烟嘞，没关系，证件有没有在？身份证知道多少？身份证知道多少？上次你用过了，你没有报给我啊！我现在是要取缔你抽烟了哈，你报给我就不开你单了。9号晚上7点多，当下远警在新北市板桥火车站执勤交通取缔勤务，嫌犯在门口抽烟，不配合还亮出美工刀。一查，45岁的他是桥头地检署3月发布的伤害通缉犯，前年在高雄持铝棒打人，把被害人打到多处受伤骨折，被依伤害罪嫌判3个月徒刑，但他不到案还4处逃窜，从高雄逃到板桥，只因为不想坐牢，伤害远警，这下被依杀人未遂、妨害公务送办。通缉逃不了，还罪加1等。东森新闻洪世晴、刘雅欣、杨坚在新北市报道。这样很荒谬，都要受害者自己去检举。以刚刚这个台版N号房的例子里面，对不起哦，你要怎么检举？你还要付费先成为会员，你要检举他，
我还要花一个很大的钱，也许几万块，付费成为会员，进到里面以后，我才可以取证截图，然后去送到影像处理中心。重点是什么？我可能第一次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下一次这个业者再把我的影片上传一次，我这个受害者或这个受害者，他还要重复的流程再做一次，他还要再一次成为付费的会员，再一次想尽办法上去，然后截图取证才能够再做一次。部长觉得不荒谬吗？主动搜寻，那这种有儿少色情的网站，我们会主动去搜寻。部长，第三个的话，现在委员所提到这，我们会先选，我们会发文给那个数位部、数发部来先把它封掉。我是袁定文 ，MLB 看东森，想看最专业、最不一样的棒球分析，就在东森养电台。修持之事，甚于戒之。宗主书数10月。民众登山完正在整理包包，手机画面却突然天摇地动，还传来地震警报声响，让他吓了一跳。章节全诗，下一秒，前方的山突然扬起了白烟尘土，还传来类似爆炸声。眼看大量烟雾席卷而来，他下意识拔腿就跑。民众边跑还边记录下这惊险的一刻。既正式，即不改正。这里是花莲惠德隧道北口到清水断崖观景台附近，地震当下山崩的场景也被民众清楚拍下来。逃离现场的过程中，还有大大小小的落石不断掉下来。4月3号花莲地震，山友当时在山上记录下可怕的地震瞬间。由于台湾地震活动相当频繁，万一在登山健走时遇到地膜翻身，到底该怎么自保？建议不要靠近那个悬崖旁边然后就找一下。故校师火费事耳，大地一节先念，念后犹含糊，在前或后，自语改之后，再形成谈校令，因校正，恐有疏脱也。在原本有出于宣圣所示者，类家子曰：有属文王周公之仪者，则无之。然宣圣亦少数文周之仪。而引申其意者，读之不必强分为孰作也。本来孔门实义之说，传之者，商渠氏，至秦汉以后，始分多家，如今防备室之类。附近比较没有什么树的地方来做那个掩蔽。专家也建议，除了先找平坦地方，还要远离河流小溪，避开悬崖峭壁，防止有土石流发生。而且远离山脊到地形开放或是低海拔区域较为安全。另外，因为登山路线很多都有落石风险，遇到地震时也要赶紧找其他的路线。再来就是一定要跟亲友报平安，并且告知所在位置，万一发生意外也可以加快救援。因为那个小它的山坡的陡度比较大，容易有落石，然后附近都有一些树卡石头，它如果地震的话，那个石头就会掉下来，或者木头会掉下来这样。近期台湾喜欢登山的民众越来越多，但是如果碰上地震要怎么因应，不少民众却不清楚。万一真的碰上了，切记保持冷静，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东森新闻综合报道。云林天气越来越热，但没有影响到大甲妈祖回程的脚步，沿路上的庙宇开始摆起了西瓜摊，让路过的信众享用。最新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苏志杰。好，观众，大甲妈祖绕境是持续的在云林西螺一直走。不过呢，在结束中午大家稍作住家休息之后呢，现在也是不断的前进。其实呢，是有越来越多信众是走在妈祖銮轿的前头。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在路上的这些庙宇都有特别来准备这些水果点心，尤其是西瓜，因为这里的特产，大家都准备了点心，很多人都会特地来拿西瓜来吃。因为其实现在随着时间越晚，真的是越来越热。所以其实您可以看到呢，沿途啊有越来越多信众会来拿西瓜，大家一起吃。先带你来听稍早庙方的访问。西瓜准备10，然后1、20粒啦，好20粒啦，啊量的可能遐个有遐有占帮的啦，系啦。接的树，当年啦，系啦，大家拢辛苦啊，就想讲赚大钱，想讲看我大家安尼食食嘴大咧。今年人特别多。加看安尼经过的人潮哦，
比顶年瓜济。西瓜提速度有够较紧。西瓜哦，西瓜就一路我们出袂有啊啦，你无看，即摆一路切，我们出袂有啊。好，你可以听到妙方说啊，其实今年的人啊，真的是今年信众真的是比往年来多的更多，而且他们说这个有多到多么夸张呢？就是因为这些切的西瓜的速度真的是不够了。那么今年他们其实也特别准备了10-20颗的这个西瓜，全部都是要来给路过的信众来吃。所以你可以看到，透过画面我可以看到，哇，这个切西瓜的速度是越来越加快，因为随着銮轿要来前进哦，那么其实这个信众也是越来越多，就是希望能够来犒劳犒赏大家，希望大家辛苦了，再继续加油。以上这样最新，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下车铃响起，司机依规定靠站停车，没想到车门打开，没有人下车，司机怕被投诉，再三确认。谁要下车的啊？按下车铃说一下，不下车也说一下，我在等你。车上一片寂静，问了老半天，没有乘客要下车，也没人承认误按到下车铃，双方僵持着。非为圣人之意也，圣人已作挂语，意在相中。事情发生在这个月4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公车靠站停这么久，陆续有乘客开始不耐烦了。当时司机就是在大圣庙这一站停了快5分钟才开走，就是因为司机认为疑似有乘客恶作剧乱按下车铃，他才会停这么久。其实乘客按错下车铃常常发生，但说一声就好，没人愿意承认，才让司机当场心情不美丽。对此，民众看法不一。司机可能觉得恶作剧，你会不会觉得司机当时候也很委屈啊？会啊，因为有人按铃啊，伊就爱停车啊。一困头停要5分钟啦。那就有个久啊。他有询问，就都没有人反应的话，就可以直接开走。停了5分钟，你觉得会不会太久？是有点夸张。因为那一站比较多长辈，又比较郊区，所以变得说司机同仁就会在那边停比较久。然后这比较久的状况下，司机就怀疑是有人是恶作剧，造成社会的困扰。本公司也极为抱歉。公车靠站停了将近5分钟，引发有乘客不满。公车业者深感抱歉，已经对司机再教育，也呼吁乘客如果按错下车铃，讲清楚就好，以免造成双方的误解。东森新闻孟佳荣、林玉欣、黄小琪在台南的采访报道。地震发生当下，书架突然剧烈晃动，牌子更是一度晃到看不见字，书本、天花板、轻钢架、灯具一个个掉下来，场面一片狼藉。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整排书架就像是骨牌一样前后晃动，下一秒书架承受不住压力倒成一排。这里是东华大学的图书馆，地震过后图书馆无法使用，图书倒成了一片，天花板也严重受损，许多学生纷纷来帮忙整理，希望可以尽一份心力。就蛮难过的啊，因为这边也是有时候课间会来这边读书或者休息。我是在那个D卡上看到可以来这边帮忙的，然后我就过来。东华大学图书馆总共6层楼，有超过100万本的藏书。不过受到这次地震影响，图书馆严重受创，整栋楼的书籍都被震倒在地。东华大学是花莲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因此备受重视。这次地震重创校区，幸好当时时间还早，图书馆还没有学生进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校方也赶紧筹划要修缮。第一阶段，我们希望在9月之前把修复完成，那明年9月之前把新建的化学馆完成。除了图书馆出现灾情，东华大学的宿舍也有1700床受损。目前学校采取线上线下混成教学方式，一部分学生入住其他宿舍的空床位，另外一部学生则是采取远距上课就可以返家。现在宿舍几乎是不能住，因为就是断水断电。然后我所处的那个房间还好，但是我朋友的房间就是天花板都塌下来了。地震过后，东华大学接连传出化学馆火灾，连宿舍、图书馆受损都很严重，粗估的修缮经费就要20亿台币。教育部也正在统整数据，希望可以早日让校园恢复以往。东森新闻黄浩哲、周佩瑜在花莲采访报道。继续要来关心的是花莲天王星大楼拆除作业的最新消息。在大楼里头，猫咪还安全吗？最新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给记者姚怡婷。好，主播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花莲天王星大楼，那带您来掌握说现在的最新状况如何呢？其实大家都很
很关心大楼里面的猫咪还安全吗？是从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呢，先找到了8楼住户于小姐养的3只猫咪，其中1只也就是橘子被成功救出来了。那紧接着在6点40分的时候，也找到了她的第2只猫咪，也就是妹妹。那其实她的情绪相当不稳定，所以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当时呢是不断的安抚她的情绪，也给她吃了一些罐头以及猫食等等的，希望能抚平她的情绪。在9点多的时候，顺利是捕获她，也将她带到了里长的办公室这边，也联系了这个于小姐的家人来到现场，是不断的喊着这个她的名字来确认到底是不是同一只猫咪。那最新的画面也曝光了。Lily， 有味，现在则为安全用所在，有行为，有影片，则为市场店所分。好的，其实呢，当大家确认说，这个就是8楼于小姐住户的猫咪妹妹时，其实现场是一阵的欢呼，因为非常的开心的，终于能找到第2只猫咪了。那其实，在今天呢，在中午的时候呢，康老师的猫咪妞妞也一度的是现踪，不断的是在7楼的平台上徘徊。但由于现在大楼的高度其实长之，意以治之，利以其之，性以易之。还蛮高的，而且倾斜大约有35度左右，加上碎石头啊，杂物是相当的多，所以呢，其实这个相关人员也不敢大意，就怕直接擅自的去救猫的话，会导致有危险性发生，所以呢，也是在现场不断用大钢牙的播放器来播放这个猫咪的叫声，以及不断的是播放这个自主喊妞妞的这个名字的音档，希望能判猫咪可以自己的出来。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时间镜头就按棚内。民众拍下照片，大吃一惊，表示这是3月31号上午从高雄新左营往台北112车次列车的外观。他发现高铁第1车厢和第2车厢间有裂缝，之后就反映给高铁，不过得到的回信是说不影响乘客安全，让他质疑：难道真的发生事故才在处理吗？随机观察属正常，不影响营运安全，并强调列车每2天会定期进行检查，确保旅客安全。东森新闻综合报道。猴子坐在地上悠哉啃甘蔗，渣渣还吐得满地都是。被民众这么大声一下，这只猴子走到旁边，但网子里面全都是他的同伙。不是单单一款被他压甘蔗，哦，一群啊，这个甘蔗被他吃完了，根本是自助餐，你有看哦，猴子的自助餐厅，搞真歹，冇想我。猴群根本不怕人，全家大小都出动，把没营业的甘蔗摊当把费吃到饱。民众太好奇，围观的一大堆。这里是南投民间的松柏岭，两旁都是店家摊贩，游客看到猴子很新奇，但店家超困扰。居民都很困扰啊，因为我这摆摊了，去来冒去啊，你从往来伊拢会掉狐狸生气啊。他们然后就是一整群，然后他们都好像很有魔力，哦，很厉害哦。你稍微不注意，他又来了。他最常拿的产品是什么？香蕉干。这么嚣张哦！很嚣张哎，这猖狂哎！山中猴老大偷吃东西，摊商拿他们没辙，超无奈，只希望县府可以帮忙驱赶。东森新闻魏永庆、王凡、张成云在南投的采访报道。一名男子带着头灯潜入彩券行，接着匍匐在地，趴着前行。不过这时警报器大响，越妙，用越深。男子听到警报器作响，吓了一大跳，察觉不对劲，立刻起身，加快脚步跑进办公区内，把柜子拉开，直接一把抓起彩券，接着往外跑走，夸张偷窃行径全被录下。歹徒是用千斤顶帮我们这个铁门给撬开，撬开了之后就钻进来，钻进来之后警报一触发一响了之后呢，就开始搜刮我们里面的彩券行。只是没多久，保全人员赶到现场查看，却只是拍了照，3分钟之后就离去，导致这一名小偷又偷偷摸摸再次回到店内，将70多万彩券和现金搜刮一空。我听了之后，当下觉得很瞎，怎么可能凌晨这个1、2点钟还在那边修铁门？彩券行业者徐先生等他上班发现彩券行遭窃才报警，保全公司人员面对质疑，居然回说：“我以为你们在修铁门。”让徐先生难以接受。多次跟他们联络，达成了一个共识之后呢，他们承认他们有疏失，
愿意赔偿我们25万，签了和解书给我们，要我们签好之后给他们公司，他们就会把这笔25万拨下来。可是到了今天为止，都完完全全都没有跟我们联络签了之后也完全无效无息。业者认为，如果保全当下报警，让警方及时赶到，小偷也不会2度再上门行窃，导致他们严重损失。只是和解书签了，保全公司却都没消没息。目前业者已经和新的保全公司签约，准备要进驻，但因为旧的设备尚未拆除，让彩券行业者相当无奈。没想到小偷上门行窃，却衍生出和保全公司之间的纠纷。或是新闻孙中荣、江青跟范宇翔在新竹采访报道。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不够小心？是不是我只要今天被看到，我就再也不能够有我自己想要的人生？直到接到警方的电话，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这成千上万的偷拍色情片中的主角。从恐惧不安到无法理解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就是在找北一女跟台大的学生，所以就刚好就是学校的校友，他会包含我的 Facebook 账号、Instagram 账号、我的工作单位资料，然后还有我的生活照，然后变成一个资料夹。嫌犯为了这个北一女的特定主题而找上张喜慈。当时他在华山文创园区演讲，由于附近仅有几间厕所，让嫌犯锁定上更容易，摆放密录器后偷拍得逞。而这支影片或许不只存在创意私房网站，恐怕也被下载进某个人的电脑中。台湾其实警方一方面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跟这些国外的，不管是伺服器单位、金融单位，或者是大型的这些网络平台，其实没有太有效的合作关系，让他们愿意主动提供资料，协助我们配合警方去下架这些所有资料。现在能用这么轻松的态度来谈论曾经不想触碰的那一块，是因为张喜慈已经明白，一直以来错都不在自己。问题是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拍摄、传播、散布、拥有这些影片的人，而不是被拍摄或被传播的我们这些人。不雅的不是你吗？怎么会是我呢？不论创意私房是否封网，偷拍片传到哪，曾经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即便结痂了，触碰到仍隐隐作痛。东森新闻许淑敏、司一欢台北报道。这名25岁的员警可能也没有想到，他只不过是来取缔违规抽烟而已，竟然也会遇到通缉犯，还因此被刺成了重伤。所以呢，也凸显了原来在台湾通缉犯满街跑吗？根据统计，如果不包含逃到国外的通缉犯，光是在国内爬照的通缉犯呢，就有5.3万人。所以警方的确很容易遇到通缉犯。那现在有什么装备可以保护他们呢？现在呢，警政署最重要让第一线员警多一道防护的，就是靠防刺手套。重回板桥车站，当时嫌犯就在这违规抽烟，遭到员警取缔，却攻击员警。我们看到一旁有明定这里禁止吸烟，现今通缉犯满街跑，警察只是取缔个违规抽烟，意外逮到他是通缉犯。全台通缉犯不含逃往海外的逃犯，至今国内约有5.3万人。第一线人民保姆用命工作，但袭警案造成死伤层出不穷。年初行政院核定25亿添购员警装备。警政署今年3月新发3项装备，其中防割手套跟战术背心各5000多件，而另外科学密录器则是3000多台。各县市警察局不足的再另外采购请款，其中防割手套让员警面对持刀嫌犯多增加1道防护。双倍警局目前共有上万双，几乎是员警人手1双，希望借此提升执勤安全。依照规定，防弹背心晚上6点到早上6点这段执勤时间，警察必须穿上。如今高雄的通缉犯逃到北部来，抽烟被取缔，竟然持刀袭击优秀员警。这残渣袋啊，是不是？残渣袋吧？对啊，这是什么东西？年仅25岁的吴姓员警，从警4年来绩效都不错。109年到现在查起的毒品案件有34件，而查到的通缉犯则是63件。过去也有不少为民服务的案件，曾在寒冬中协助80几岁的迷途老翁安全返家，热心助人，受到民众赞赏。如今取缔违规，意外查获通缉犯，却在鬼门关前走一遭，也再度凸显全台通缉犯爬照。东森新闻张兆华、尤雅欣、黄子凤、杨杰安在新北市报道。每次检警抓到诈骗集团的时候呢，他总会发现说，哇，他们的家里总是有一大堆的名牌包包，这些东西通常都会进行拍卖，把所得还给被害人。结果现在连这一点呢，诈骗集团都要利用。
再骗一波，他们成立了假的执行署粉专，然后把拍卖的影片呢后置PO网，就讲说这个拍卖会上呢5万块钱的 LV 包包、爱马仕包包只要1000元就能到手，这当然这么便宜是骗人的。在作者。 LV 精品水桶包、肩背包、波士顿包，热门款式样样有。排站底下铺上防尘袋，放上购物网页。卖家标榜商品来源是 IMB 诈骗案第2波拍卖会上的名牌包，还放上执行署官网影片，加工上字幕，说原价5万多，现在只要甜价1350块钱，买多还打折，一个1000元有找，但这些都是假。拍卖会的效果非常的好。今年初大概是2月的时候，我们就有发现有这种状况。那今天又再发现另外一个网站也有这种情形。 IMB 诈骗吸金25亿，包含主嫌曾国伟及女友被查扣的爱马仕、LV、香奈儿等包包，就多达54个，堆成一座小山。为了帮被害人多少讨回犯罪所得，执行署至今已经举办了4波拍卖，使尽全力。拍卖会上抢标激烈，现在又2度被拿出来诈骗。摊开冒名台北分署的脸书，盗用法务部执行署的 logo 及全名，但往下一看，联络电话却是+86，也就是大陆的国际区号。接着网页网址打开是一页式网站，页面资讯相当阳春，但分署还是不敢大意。可能是这个在境外的人所创设的这个粉丝专业，检察机关会去的调查。是拿骗来的钱买精品包啊！吸金诈骗买来的名牌包，即使已经被拍卖，但光是事件的瞩目程度，就让其他诈骗集团也盯上，拿来加工操作，盗用拍卖照片后置 P 图，实在让执行官看了直摇头。东森新闻李尚元、洪诗晴台北报道。小偷无所不在，甚至在知名的购物商场里面的亲子游戏室，这名黑衣男像变魔术一样，顺手牵羊，把婴儿车里面10万块的名牌包包给偷走。戴着口罩的黑衣男子东张西望，左瞧瞧，右看看，确认好四周没有人在注意他之后，很快的用外套遮住名牌包，下个动作竟然直接拿起婴儿上的包包，若无其事的离开现场。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画面已经被监视器清清楚楚的拍下来。如果我们有买，也是会挂在车上面，想说是啊。自然应该是不错。桃园知名购物商场的亲子游戏场内，这名黑衣男子将放置在婴儿推车内，价值大约10万元的名牌包，像是变魔术一般，趁着被害人不注意，顺手牵羊偷走。而被害人从购物商场离开时，才发现名牌包遭窃，立即向警方报案。目前警方已经掌握嫌犯的特征，正在全力追查当中。东森新闻黄启栋桃园报道。台南这辆公车靠站停了将近5分钟，它都不离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司机听到了下车铃，所以他依照规定停车，却发现没有人下车，怎么问都没有人承认他不小心按到下车铃，所以呢，他认为是有民众恶作剧才会一停5分钟。下车铃响起，司机依规定靠站停车，没想到车门打开，没有人下车，司机怕被投诉，再三确认。没有下车的按错下车铃，说一下。不下车也说一下，我在等你。车上一片寂静，问了老半天，没有乘客要下车，也没人承认误按到下车铃，双方僵持着。可以讲啊，他可能都没有发现，不要影响大家的时间，好不好？事情发生在这个月4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公车靠站停这么久，陆续有乘客开始不耐烦了。当时司机就是在大圣庙这一站停了快5分钟才开走，就是因为司机认为疑似有乘客恶作剧乱按下车铃，他才会停这么久。其实乘客按错下车铃常常发生，但说一声就好，没人愿意承认，才让司机当场心情不美丽。对此，民众看法不一。司机可能觉得恶作剧，你会觉得司机当时候也很委屈啊，这样。会啊，因为有人按铃啊，伊就爱停车啊。一困头停要5分钟啦。那就有个久啦。他有询问，就都没有人反应的话，就可以直接开走。停了5分钟，你觉得会不会太久？是有点夸张。因为那一站比较多长辈，又比较郊区，所以变得说司机同仁就会在那边停比较久。然后这比较久的状况下就
司机就怀疑是有人是恶作剧，造成社会的困扰，本公司也极为抱歉。公车靠站停了将近5分钟，引发有乘客不满，公车业者深感抱歉，已经对司机再教育，也呼吁乘客如果按错下车铃，讲清楚就好，以免造成双方的误解。东森新闻孟佳蓉、林玉信、黄小琪在台南的采访报道。搭公车上班还是省钱一些，因为薪水都快要被房租吃光了。3月的 CPI 出炉，结果发现租屋这一项呢就已经涨破了2.24%，创下1年新高。甚至人力银行还统计，有租屋的上班族，大概1/4的薪水都拿去付房租了。就这样啊，小到不行。走进不到5坪大的雅房，只有一张床、书桌和简单的衣柜，整个空间挤到不行。北漂的张先生就住在这4人家庭式房屋，1个月月租还要12000元。好，以2万3来讲好了，因为我最长差不多是这样金额，差不多有一半就是先给房租了。对，然后因为还有再加上伙食费，然后还有交通费，其实差不多就是已经快打平的状态。身为打工族的他，得接2份工才能支付高额租金，甚至无法存款。看看数据，仍有高达46.1%的上班族正在租屋，每月房租平均支出超过1万元。如果以1月经常性薪资4.32万来算，等于光租金这一项就吃掉20%以上的月收入。因为像我是住在新天空附近，虽然交通很方便没有错，但是真的蛮贵的，是真的有想过要不要回中南部，更别说月薪不到4万的年轻人比比皆是。通膨压力加上租金年年飙涨，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有多苦？据数据调查，有将近91.9%的人觉得自己薪水不够用，想摆脱新贫惨况，估计理想月薪还得增加超过1万元，堪比不可能的任务。不太可能，就感觉就是你一定要可能增进自己的技能，然后跳槽吧。我是房务的小主管，月薪3万7，然后又有台北租金的压力，然后所以其实是不太够用的，才需要兼职。3月 CPI 租涨幅直接涨破2.24%，创下1年最夸张纪录。接下来4月电费正式调整后，就怕不止生活开销又要提升，房东也可能转嫁房租涨价。只能说小老百姓实在苦不堪言。东森财经新闻许千罗要真采报道。何者急？去年底，8大公股行库董座总经理排站，全被叫上质询台。时隔短半年，赖政府即将上任，台上公股高层也将大风吹，最快5月答案揭晓。行库的董总座，他们都超过了相关的年龄的限制，而且甚至兆丰金库的董事长已经年满70岁，还可以继续的派任。从河库派任到兆丰。立委率先提出质疑，过去蔡政府为自家人修正公股行库董总不得超过65岁限制，导致出现一批高龄董座，像最资深的70股息俱乐部就有兆丰银雷仲达、华南银张云鹏、台企银刘佩珍，超过65岁也有4位，唯独忙内河库金董瑞斌有过关。国泰富邦或是中信都是名列前茅，反观公股行库来说的话，像什么第一金控啦，或是所谓的什么华南金控等等，表现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民营金控。但眼下更关键，还有手握财政大权的机关人选，包括面对物价随堂考、频频失言的主计长朱泽民。蚵仔米线大概20块左右吧。从蚵仔米线20块，再到排骨变薄酥，被封为不知民间疾苦的长官，却是蔡政府最长寿阁员，任期长达8年。老婆台企银董座刘佩珍更是长期留在公股系统。但是现在传言就是应该他会去职嘛，换上新的人选。我们主计长其实就有点类似这个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个记账员这样子一个角色。那当然也是要换上自己这个亲信的人。新政府上任，从财政官员到公股董座人选都备受关注。毕竟无论是政策纾困、国安基金到企业贷款，全都牵涉着未来政策，影响百姓生活。东财新闻综合报道。好，大家都在讨论黄子佼的事件，包括了统神日前在直播时也做了评论，但是一句没那么严重，就遭到了网友出征。现在游戏厂商则纷纷切割。接下来推播时间交给静怡。
好，我们来看到这位游戏实况主统神张家航，他也常常对一些时事来发表他的言论。不过最近呢，他的一句没那么严重，是引发各界的抨击。好，前情提要就是黄子佼他的事件呢，在整个侦查的过程当中被发现他还是偷拍论坛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那么他收藏有7部未成年的不雅片，当然各界都抨击。不过呢，在这直播当中，这位统神却直播的时候说出了没那么严重，引发了各界的抨击。好，现在各大的游戏厂商纷纷切割了，开出的第一枪的是手机游戏业者这个轰天骑士团这个游戏呢，他就发文指出呢，认为统神是3观尽毁，令人激愤，所以会将他终身拉入合作的黑名单。无独有偶，还包括了这个游戏剑指3国，他们发文强调，任何对未成年不适宜影片的不当评论，团队都会来极力反对。好，在游戏的部分呢，还有超级拳爸爸，另外还有一个餐饮品牌叫做起家鸡，他们也发文说会抵制这种不法行为还有不当言论。不过尽管如此，这统神的妻子似乎很淡定，他在和网友的留言当中，他就指这所谓没那么严重，指的是判决结果没那么严重。他们说，因为法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这整体事情的脉络，所以他们就的是判决结果，认为没那么严重才会这么样的去说。但不管如何，现在呢，统神已经被切割了。好，提到被切割，还有呢，黄子佼的徒弟现在也要和他切割了。这是知名主持人陈明珠。好，那么他也是黄子佼呢经纪公司首位签约的艺人。那时候黄子佼还说他自己呢是1988年出道的。那么提到呢，陈明珠是1988年出生的，所以他说呢和明珠挺有缘。但是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缘分要画下句点了。好，陈明珠说了，他发文说这个黄子佼先生呢是他非常敬重的前辈，不论于公于私。但是对于近日所爆发的新闻事件，他强调呢，已经严重抵触了他的道德底线，所以会和黄子佼先生负责的经纪公司来终止经纪合约，这是徒弟和他切割。那么大家现在就想问，那黄子佼的恩师呢，到底有没有要出来说一句话呢？这指的是谁？是张小燕。好，我们来看到呢，这是医师黄宥嘉，他在节目当中呢就提及了，他说他觉得张小燕很像是呢黄子佼背后的慈禧太后，认为谁是在掩护黄子佼吗？因为黄子佼如果没有人掩护，他敢这样吗？所以这位医师就呼吁张小燕应该要出面来道歉。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黄子佼是在1988年出道的，那年他16岁，就因为参加张小燕他所制作的电视节目叫做《青春大对抗》，那么来出道。后来在1994年，他还和张小燕庾澄庆等人来搭档主持《超级星期天》。好，因此大家才会期待那张小燕是不是能够出面来说句公道话呢？对于他的期待也是无可厚非。而另外一个观点则是，律师有提到，在这件事情当中，其实针对那性骚的案件，由于目前呢是没有确切的客观事证，所以不起诉。不过对于他持有不雅片的部分呢，是缓起诉2年。而大家知道缓起诉是什么样的意思吗？律师就说了，只要缓起诉期满，就等于他没有被判过，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前科记录。不过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要严惩到底，而不应该是这样缓起诉船过水无痕。那么以上是这一节的话题，再把时间交还给文华。不是我的车了，给我走！高度之下，来呀！画面中，这名男子不断和警方叫嚣，甚至越讲越大声，最后直接说了一句：“叫我爸来啊！”围观民众全都笑成一片。再过来看这个太挂是什么样子？交流未走，天道狗在。事情发生在新北市中和区，警方接获报案，疑似是这对情侣吵架，白色车是女生的，男生却把女生的车钥匙藏起来。警方到场协助之后，男子情绪激动，不断跳针，最后男子把钥匙还给车主，女生自行开车下山后，男子只好自己想办法回家。太挂的反应天队。东森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协二会就在今天下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这是2人从9年前在新加坡会谈之后的再度碰面。那么从地点的选择，双方的称谓，处处都充满了政治玄机。我们立刻把现场交给记者刘怡晴。
干将则离众所瞩目的马协二会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这个地方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常接见外国元首的地方。上一次是接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总统以及夫人呢。那么呢，习近平今天是系了红色的领带，一到现场的时候呢，就非常亲切的和媒体打招呼。他在现场迎接马前总统，双方握手长达17秒，而且呢还互相的问好。习近平甚至呢称赞马前总统一点都没有变。双方握手寒暄之后呢，就坐回位置上。习近平先发表谈话，他称呼马前总统为马先生，而且也再次的强调9·2共识反台独。他也认为两岸都同属于中国人，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么马前总统他也特别强调，他称呼习近平主席为习总书记。那他也有强调呢，其实两岸呢应该要和平发展，才能避免战争呢。不过呢，在马前总统要继续阐述这个所谓的9·2共识一中各表的时候呢，所有的媒体都因为时间到了被请出现场。那么呢，其实这一次的会谈呢，陆方非常的谨慎，要求媒体呢大约在3点以前就要抵达现场，而且在现场才会告知大家不能够携带手机，而且也不能够进行直播。不过呢，今天习近平看起来呢神情非常轻松，而且也非常开心。今天在现场陪同他的有这。不知夜间日反入人的之下，会朔月反行人的之背乎？此地火明夷，明入地中，日在地下矣。日